我哋嚟到澳門旅遊大學呢度，佢哋嘅 Open Day 啊！哇！喂，聽講咧上一年都係我哋兩個 Open Day 喎。係啊，上一年咧，我哋就喺澳門嗰邊嘅校舍啦。係。今日咧，我哋全程就喺氹仔呢度咧，睇睇佢哋有啲咩新嘅內容啦，同埋咧，究竟如果係想進入呢間咁有活力嘅澳門旅遊大學個咧，應該點樣做啦？冇錯啊！咁啊，上一年咧係介紹望下嘅我哋嘅校區啦，今年咧就移師到我哋嘅氹仔校區啦。我知道氹仔校區咧，亦都係啦，充滿住好多獨特嘅元素啦，同埋將全新嘅設施咧，亦都融入喺我哋呢個校區嘅。所以今日咧，我都係非常之期待啊！我啱啱開播之前咧，都已經行咗圈啦，見到有非常之多唔同嘅內容啦，同埋咧，其實有好多新嘅設備、新嘅環境，希望都可以展示俾大家睇嘅。所以咁多位記得先分享我哋直播間。點讚我直播間，同埋留個靚言先啊！希望大家2026年大家都係身體健康、順順利利嘅。係啊，最緊要係開開心心啦，係啦，好似我哋咁樣充滿住活力啦，係咪？最好啦，係咪？係啊，我覺得我今日係後生咗啊！後生咗真係啊！我覺得你呢排咧戴住呢頂帽咧，係咪一個新嘅一個小標誌咁樣樣咧？冇錯啊！咁啊，同埋我今日咧都着得活力啦，我見到你今日係啊，我嘅淨係大學生啦，係啊，係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咧嚟到呢個我哋嘅青春嘅校園區咧，同大家去感受啦。好啦，咁啊，大家點讚同埋轉發咗之後咧，我哋就開始啦。嗱，呢度咧就係位於我哋嘅一個好靚啊！呢度叫做我哋嘅展望樓啊嚇。咁啊，從展望樓咧，我哋慢慢咧就移師到我哋入邊嘅位置啦。咁喺呢度咧，大家可以見到，哇，其實呢度係好適合打卡嘅喎，同埋咧，大家可以睇下啦，一個好得意啊，係咪啊？佢新嘅應該係吉祥物啦，呢個係咪咧？係啦，就係我哋咧旅遊大學嘅吉祥物叫做翠絲，好靚啊，真係。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嘅 Open Day 咧，其實咧都有我哋嘅吉祥物啦，可以攞到啦，同埋有我哋嘅抽獎噶。呢個翠絲真係俾我感覺咧，就係當然啦，我哋咧就立足喺澳門，但係我哋希望邁向國際，非常之有活力，同埋一個展望嘅感覺喺呢一度啊。但係咧，我哋今日咧真係有機會可以將佢帶翻屋企喎。究竟要點樣做啊？等陣間再話俾大家聽，好唔好啊？好啦，咁呢個時候咧，我見到大家開始咧，慢慢都入嚟直播間啦。我睇下先。澳門我哋嘅旅遊大學嘅一個啦內裏嘅位置啦，俾大家去感受下啦。其實呢度咧係咧，對於我嚟講係充滿住情懷嘅。好啦，咁啊跟住咧，依家第一步咧，大家入到嚟嘅咧就我哋唔同嘅工作坊啦嚇。呢度真係我覺得啦 Yuki 啦，我覺得真係好多情懷之餘咧，其實你都係啱啱畢業啫嘛，係咪啊？係啊，我都係上一年畢業啫嘛。咁所以就翻嚟呢一度咧，好多親切感，同埋咧可能會見翻一啲咧以前嘅朋友或者校友都唔定喎，係咪啊？冇錯，咁喺度咧時候，我見到一邊係因為咧，我啱啱咧體驗咗呢個彩繪嘅一個工作坊啦，咁所以咧，我而家要完成埋，快啲做埋佢先，英文字母先。咁同時咧都介紹下啦嚇。好，呢個交俾你。好，咁啊交俾我先。Hello，嚟到我哋嘅旅遊大學咧，都係有得學化妝嘅。係啊，我哋旅遊大學咧有成人嘅教育課程啦。咁我哋身後咧其實都有 poster。咁我哋Open Day 今日就係宣傳髮型同埋課程化妝課程嘅。咁今日就有呢個彩繪攤位俾大家體驗一下一啲色彩嘅樂趣咁樣咯。咁我想問係咪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呢個彩繪嘅工作坊嘅？你可唔可以幫我完成埋呢一個？依家其實呢個圖案咧差唔多完成啦，咁我幫佢咧會完成埋啲金線咁樣。好，咁啊，大家咧可以近鏡頭睇下呢個彩繪啊嚇。咁我覺得咧嚟到我哋今日嘅 Open Day 咧，除咗咧係可以體驗到我哋唔同嘅一啲啦校園嘅設施之外啦，其實都可以體驗我哋嘅工作坊嘅。所以可以話啦，又有得啦睇嘢啦，又有得玩啦，又有得互動啦。我覺得係一個好唔錯嘅體驗啊嚇，亦都係啦帶俾大家啦喺2026年嘅一個新嘅開始嘅一個新嘅一個互動啦，係咪？係啦，我想問下咧，一個嘅彩繪啦，其實咧佢最大嘅難度係邊啲咩咧？可能係水嘅掌控咯，因為如果太濕嘅話咧，佢就會溶晒一齊嘅。咁所以今日咧，可能我哋大家同學體驗完之後咧，都唔可以去即刻洗手啦，係啊，咁咧可能就會因為佢一遇水就會冇咗咯。哦，因為佢係水溶性嘅一啲顏料嚟嘅，係咪啊？咁我知道啦，你咧啱啱都有講過係喺呢度任教啦，一啲係化妝嘅課程啦，係咪？咁彩繪亦都會唔會係其中一個任教嘅短期課程咧？其實就唔係，係啊。不過咧，彩繪比較相對喺 Open Day 會簡單啲，大家可以玩到啲唔同嘅圖案啦。咁主要都係會關於有啲化妝啲技術喺入面嘅。咁我想問啦，通常咧喺我哋
哋旅遊大學啦呢度啦，咁如果真係讀一個啦，關於我哋嘅化妝課程嘅話，大概係幾耐時間咧？我哋基礎入門咧，其實 around 都係5堂課嘅啫，係啦。咁分別化妝同髮型啦，咁我哋基礎入門都係5堂課。咁我哋亦都有其他進階嘅課程。咁如果想了解更多咧，可以去掃我哋嘅 QR code 啦，或者我哋今日 Open Day 都有好多教學人員咧去幫手解答大家。所以咧，大家咧可以過嚟啦，可以報讀一啲啦，係你哋興趣嘅一啲啦，興趣課程，我覺得咧亦都係咧短期啱啱好啦，咁啊好適合咧我哋嘅在職人士啦，或者係咧想提升呢個技能嘅我哋咁多位嘅同學們嘅。我見到完成咗啦，好靚啊一個，係啦，咁呢個咧就係咧有少少閃品元素嘅一個羽毛啦，係啊，多謝你啊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係啦，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啦過到嚟我哋嘅呢個 Open Day 嘅話咧。我見到現場已經有好多嘅朋友仔排隊啦，過嚟體驗我哋嘅彩繪嘅工作坊啊嚇！我見到咧，Yuki 咧真係非常之 enjoy 啦。咁啊真係嘅，我哋呢度好多唔同嘅攤位，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喺呢一度嘅。不過當然等陣間咧，我哋都會去唔同嘅 faculty 啦，唔同嘅一啲嘅我哋嘅學院啊，同嗰啲 professor 啊，同我哋嘅教職員有啲傾下偈，睇下咧今年來年嘅學年啦，我哋旅遊大學有啲咩可以 offer 到俾大家嘅？係啦，咁啱啱咧，其實咧都有提到啦，我哋旅大啦有一個吉祥物，好可愛喎呢個。係啊，呢個就係啱啱所講嘅趣事啦，係咪好想將佢帶翻屋企咧？如果想將佢帶翻屋企嘅話，非常之簡單。其實我哋好多唔同嘅 point 咧，總共有7個地方咧，都係可以去吸引嘅。擲印章，冇錯啦。如果集齊晒呢7個印章嘅話咧，就可以去換選一個我哋嘅趣事，將佢帶翻屋企啦。哇！真係好可愛啊佢，同埋係期間限定㗎嘛，係咪啊？當然係啦。我覺得喺呢度地面層大堂咧係有一個吸引位，幫我哋揾下喺邊度先好。哎呀好喎，跟住我哋揾咧容易啲啊，係咪啊？管理及專業發展學院嘅攤位喎，馬上睇一睇先咁多。OK，咁啊大家啦，啱啱咧亦都可以再掃一圈啦。其實我哋一入到嚟嘅時候啦，我哋嘅展望樓啦，就係基本上都係一啲短期課程嘅一啲工作坊嘅。咁現場咧亦都有啲互動啦，有表演嘅環節啦。咁啊，大家嚟到咧嘅時候就可以感受到啦更加多嘅校園嘅氣氛啦。同埋我覺得呢一度咧，其實我哋整個地方咧，真係比喺望下嘅校區咧更加寬敞啲，同埋其實我覺得個可能性咧仲更加大啲添㗎。係啊，咁亦都係啦，俾大家更加舒適嘅環境啦。尤其是我覺得學習咧環境好重要。係啊，咁所以呢度嘅環境嘅話咧，一來啦好多唔同嘅青翠嘅樹木啦。咁同埋咧就係你見到啦，呢個本身咧都係一個再大一啲嘅校舍啊嚇，咁大家都可以更加舒服啲嘅環境裏邊咧去接受教育啦，同埋可以學習更加多嘅知識嘅。冇錯，咁啱啱咧就體驗咗我哋入邊嘅工作坊啦，同埋一啲攤位啦、遊戲之後啦，咁跟住我知道啊，我哋揾咗第一個站點未啊？第一個站點未，等緊行緊，放心係啦，因為我哋仲有好多站點㗎，咁有一啲咧要留翻啲懸念俾大家，要大家去 search 一下先係啦，唔好個個都我哋講晒。咁但係要揾嘅話咧都係複雜嘅，好，我哋慢慢行去啦。係啦，咁啊大家啦係啦，依家見到啦，我哋已經出咗去戶外啦，咁依家咧我哋咧慢慢咧透過一條天橋去到咧一個我哋嘅教學樓，另外一個教學樓咧就叫做耀東樓喎。係啊，我覺得咧兩邊咧都有一樣嘢咧，都係幾相似嘅。係。但係咧都係好考大家嘅體力，同埋好鼓勵大家鍛鍊身體嘅。係啦，望下樓你知道有一個長嘅斜坡啦。係。咁其實而家咧，我哋咧就不如選擇唔搭 lift。係啦，我哋大家都可以咧鬆下自己嘅筋骨啊，新嘅一年啊嘛，係咪？運動多啲嘅，我哋行一行樓梯睇一睇啊嚇。哇，其實咧，我覺得啦，嚟呢度讀書有個好處嘅。有咩好處咧？尤其是女仔咧，因為保持呢個身材啊嘛，係咪？咁啊喺下邊咧，喺我哋啱啱嘅教學樓嗰度有 canteen 㗎嘛，食完嘢之後咧就可以上翻嚟做運動。真係。跟住再去返學，我覺得幾好喎。尤其是咧，我覺得呢一條天橋好適合咧，就係睇呢個夕陽。係啊，係啦，太陽落山嘅時候咧，依個位係特別靚啊！有啲咩要思考啊，有啲咩要浪漫嘅感覺嘅話咧，我覺得我哋旅遊大學全部都可以滿足大家，真係。係啊，哇！你啱啱講中咗 point 啦，呢個係啊。咁啊，我覺得真係校園設施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啦，對於我哋學生嚟講啊，所以就係俾大家去感受下啦。呢條咧，我哋嘅天橋亦都係一條好經典嘅天橋。其實好快嘅咋，我哋呢幾個講兩句説話就行完㗎啦，已經係。冇錯啊！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進入呢個叫做耀東樓啦。咁喺度介紹下我哋嘅耀東樓先。咁其實耀東樓咧，主要咧就係我哋嘅
我哋學位課程嘅學生咧係就讀嘅，咁亦都係我哋嘅教學場地啦，總共有14個嘅樓層嘅，所以其實你可以行14層樓梯嘅。係啊，係，同埋可以容納嘅學生人數咧係2000人。咁所以咧，我哋先俾一個目標俾自己先，可能咧即係呢排啱啱有聖誕節啊，有除夕咧係咪食多咗嘢？咁我哋一開始咧就5層已經覺得差唔多啦，係咪？跟住慢慢目標係希望今個月咧，我哋行到6層、7層咁樣嘅話咧，好快14層樓梯咧，易如反掌，一日行幾次都冇問題，完全係。冇錯，所以我覺得咧嚟呢度北學工係另外一個好處咧，可以鍛鍊我哋嘅腳骨力。係啦，不過當然就冇咁問啦，希望大家都可以預早少少時間咧，咁就可以做少少運動，可以再上堂啦。係啦，咁啱啱都有講過啦，呢度可以容納到2000人嘅一個教學樓啦，同時亦都包括有我哋嘅課室啦，有教學嘅廚房，等陣間我哋去感受下嘅。咁仲有模擬嘅前台，仲有房務嘅課室。仲有學生嘅休息區，所以咧係俾大家全方位感受到啦，我哋成個嘅一個教學樓啦，以及我哋嘅即係哇，呢度有啲喘氣先，係啦，我都係會係唔好停一停先，係啦，嗱真係㗎，因為我哋咧喘氣係正常，點解啊？我睇下邊講啊嘛，邊行啊嘛，係咪？係啦，咁所以大家咧就係 OK 嘅，我哋會再訓練下自己啊。係啦，咁應該再好啦，咁啊，我哋咧呢個時候咧嚟到我哋轉眼間啦，嚟到我哋下一個嘅教學嘅一個環境啦，咁呢度咧就係我哋酒店管理同埋旅遊會展以及節目管理嘅攤位啦嚇。好，咁喺度咧，我哋亦都見到我哋嘅負責人啦 ，Hello， 係，好嚟，好啦，咁啊，想了解一下啦，可唔可以介紹下你自己先？Hello， 大家好，我係 Elizabeth。咁我哋今日呢個攤位咧就係關於酒店管理嘅攤位。咁其實我哋澳門旅遊大學咧，向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節目咧，嘅個課程咧就係呢個酒店管理啦。咁亦都好多學生報讀嘅。哦，好啊，咁我見到啦，呢度係酒店管理嘅一個攤位啦，可唔可以介紹下今日 Open Day 有啲咩特色可以同咁多位嘅學生互動一下咧？好，我哋過嚟呢度先，冇錯。係啦，咁我哋學生咧就設計咗有幾個遊戲嘅，咁通過玩咗呢啲遊戲咧，咁我哋就可以換一啲紀念品啦。有啲係甚至係我哋學生親自去製作嘅曲奇餅啦，咁個造型非常之精美嘅嚇。咁亦都有一啲關於酒嘅一啲知識啦，咁通過客人咧佢哋去回答一啲問題啦，咁跟住就可以攞到一啲關於酒類嘅紀念品。咁其實我哋大家可以過嚟呢邊睇一睇先。亦都有一啲開瓶器係非常之古舊嘅歷史嘅，佢哋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作用啦嚇。咁有啲係好久遠嘅歷史啦，同埋佢哋有唔同嘅作用，可以有啲開咗個木質之後咧，又可以再唔破壞個木質啦。咁跟住之後就可以繼續保持酒入邊嗰個品質啦嚇。哦，哇！原來開瓶器都有咁多研究，同埋有咁多咧係唔同嘅一個設計嘅喎，同埋開瓶器啱啱你有講過係可以保留住我哋酒嘅嗰個品質係咪啊？或者同學介紹下先，我相信咧係啦，保留到係我相信作為直播間嘅朋友仔都好想了解下呢個部分啦嚇。首先呢個係我哋嘅香檳用嘅，香檳用㗎？係嘅，因為呢個香檳佢開咗之後，佢嘅質係好難擠翻入去嘅，係，所以話呢度你需要用到呢種嚟保留佢嘅氣啦。跟住呢種都係為咗唔破壞佢嘅原木質，跟住係為咗佢直接崩佢起身，佢有崩真空咁樣崩起身嘅，所以就唔會影響到佢嘅葡萄品質啦。因為佢開咗之後會同啲氧氣接觸，就會氧化，就會影響佢嘅味道啦。咁如果我想學習呢一啲再深入啲嘅話，可以點樣做啊？係啦。再深入啲嘅話，其實就可以睇下呢啲點樣使用咯。好，其實我想問下，知唔知呢個有咩用？呢一個咧，應該係咪釘啲釘喺埲牆上面拍下？好似啊，有似啊嘛，係咪啊？好似啫，但係喎，其實呢個係我哋用嘅氣泡酒同香檳開瓶器啦。哦，因為我哋要幫我攞住。呢個就可以轉住嗰個木塞位嘅，係咪呢度？呢個係轉住木塞位，跟住呢度可以撳住佢，唔俾佢爆起身。係，因為大家開個香檳啊，氣泡酒都知道佢爆起好危險㗎嘛。係啊，冇錯啊，好痛啊，係啊。去飲嗰時啊，爆到你身上好痛，就唔可以咁樣咯。係啦，跟住呢個係我哋專門用嘅老酒開瓶器啦。跟住佢係有秘密，好，因為佢係
佢攞走啲佢嘅橡木質，因為陳年咗好耐，佢會非常之鬆散。嗯，如果你呢個係要夾佢出嚟係咪？即係夾佢出嚟係咪？係咁樣夾佢出嚟嘅。哦，因為呢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啲原木質佢擠耐之後會非常之鬆散。嗯，如果你用呢種開嘅話，轉落去佢會斷咗，你知唔知？咁所以係咪真係要係喺開之前咧都要判斷下究竟佢容唔容易斷，再決定用啲咩工具去開佢啦？我個人建議啲超過10年嘅紅酒呢都係要用呢啲木質嚟明白開㗎啦。咁點解你識咁多嘅？其實你點樣學習翻嚟，同埋你係邊一個學科嘅？你係係。其實我係 hotel management 嘅。哦，係嘅，跟住我哋個學科課程都有教啲紅酒嘅紅酒嘅知識，因為 hotel management 有。跟住我哋都係成立咗一個葡萄酒品嘗學會啦。哇！所以話張 form 喺邊啊？張 form 咧，快啲係啊，入會㗎啦，要講真係。係啊，咁好係啊，收到。係啦，咁啊，真係好開心係啦，介紹得好好啊！我哋嘅葉一位同學啊，我哋啱啱係即時 Q 佢啊，冇錯冇錯，係冇彩排過㗎。係啊，係啦，咁都想訪問翻啦，啱啱講過啦，啱啱其實同學都非常之優秀啦，都介紹咗好多關於酒店類嘅係啦知識啦。咁可唔可以講下我哋今次呢個酒店嘅課程啦，我哋學士學位嘅課程啦，佢嘅最大嘅特色係咩咧？咁其實我哋酒店管理嘅課程咧，最大嘅特色咧就係話我哋同業界保持咗一個好緊密嘅接觸嘅。咁我哋會不斷向業界了解翻究竟佢哋要求我哋嘅同學有啲咩嘅技能啦，有啲咩人才嘅需求啦。咁令到我哋嘅學生不斷去建立呢啲技能啦，從而提高佢哋向上流嘅機會咯。咁亦都我哋出嚟嘅學生亦都會廣受呢個我哋酒店業界嘅歡迎啦，係啦。咁我哋除咗酒店業界我哋有好好嘅聯絡之外咧，咁我同學亦都可以參加一啲我哋同一啲外國嘅大學嘅合作嘅課程嘅，例如我哋有3+1啦，即係譬如話我哋3年裏邊喺旅遊大學讀完成課程之後，咁最後1年咧就會去瑞士一間好出名嘅大學啦，咁就完成課程，咁而學生亦都可以攞到我哋兩邊學校嘅證書咯。咁其實係性價比係非常之好嘅，因為雙學士嘅一個課程。係啦嚇。係，咁呢個咧亦都我知道酒店管理咧，亦都係我哋旅大嘅王牌啦嚇，咁所以咧大家咧想要報讀嘅話，我覺得呢個絕對係一個咧，其中一個係好推薦嘅一個課程嚟嘅。好多謝多謝分享，多謝。我有嗰啲有用嘅資訊啊嚇，其實呢度就其中一個我哋嘅抌印嘅位置就喺呢度，可唔可以幫幫手啊？你係幫我哋抌個印先，抌個印先啊！呢度係啊，因為直播間好多朋友仔都好中意隨時。會喺呢度嘅，係大家可以咁。好啦，我哋就而家就呢個位置啦。哦，認證，多謝晒，攞咗一個先。好，等一陣再過嚟同大家傾多啲啊！多謝大家。OK，多謝咁多位，多謝。嗱，啱啱捨得食佢喎。係啊，點解啊？好靚啊！係喎，佢一個紅酒杯嘅造型啊，所以我覺得同學們咧係真係好有心思啊，即係大家係為咗啦去推廣自己嘅一個課程啦，去用盡心思啦，去想將一啲課程嘅特色啦去介紹俾咁多位噶。好多唔同嘅 idea 咧，尤其是有啲新嘅諗法，集思廣益係非常好嘅一件事。好啦，我哋嚟呢度啦，就係旅遊會展及節目。哇！你知唔知呢個課程咧？我阿妹想當年就係讀呢個課程畢業㗎，所以佢依家咧亦都係從事我哋嘅相關嘅行業啊嚇。好，睇先。嚟，我哋揾翻負責人先。Hello，負責人喺度，係啦。我哋呢度有啲咩講？你好。介紹嚟呢度介紹下先。好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 Tourism Event Management 咧。Event Management 聽就聽咗好耐啦，但係其實可唔可以再仔細先同我哋講下，其實內容學啲咩，同埋大家可以有啲乜嘢嘅工作嘅出路咧？好啊，咁首先我想介紹下我自己先啦，我叫 Veronica，咁我姓林嘅，咁就係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嘅其中一個副教授啦。咁頭先答翻頭先嘅問題啦，主持問題就係話未來有咩出路？其實咧，我經常咧都同學生啦、家長係去宣傳㗎啦，就係話咧我哋讀會展嘅出路咧涉及係廣嘅，咁就係例如酒店啦、度假村啦，無論你未來係做銀行嘅，無論係教育機構嘅，定係一啲非牟利機構或者啲政府嘅部門嘅話咧，其實都涉及好多係去組織啦，同埋去主持活動嘅一啲嘅範圍咯。咁其實讀咗呢個課程嘅話咧，學生就會掌握咗我哋會展嘅知識啦、技巧啦。咁未來咧佢哋係可以去投身唔同種類
嘅行業嘅。所以其實學嘅嘢咧，廣之餘其實都係咧好集中喺某一個嘅板塊裏邊，而我哋社會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department 又好，或者好多唔同嘅範疇都需要呢一啲嘅知識同埋呢啲嘅學習喺呢度㗎。咁不如同我哋啲同學仔傾下先，其實我哋今日呢個攤位上面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同嘅攤位嘅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因為藉住我哋今年啦，就係大灣區舉辦咗全運會啦，同埋殘運會啦。咁我哋學生咧就一手一腳咧係設計咗個遊戲啦。係咩遊戲嚟㗎？抽張卡擺 pose 喎。係啦，咁啊借我哋學生介紹下。好啊，點樣玩嘅呢個遊戲啊？想問下。個遊戲就好簡單嘅，你會喺呢度抽到啲全運會同埋殘運會嘅項目牌啦。係。咁跟住我哋要喺一定嘅 situation 入邊去做咯喎，好似啱先有個同學就抽到，佢抽到張卡係射箭，但係佢個 situation 佢個條件係要勝利，即係佢贏咗加咆哮嘅。要有情緒激動喺度啦，係咪啊？OK。跟住就要喺度做出嚟俾你睇。係啦，跟住咧就兩個人。就大家互相評分。哦，嗱，我試一個啦，呢個我哋係你抽啦，咁我同你一齊玩啦，嚟，咁你抽一張先，我抽一張先，好，我睇下咩運動項目先嚟啦，等，呢個排球扣殺，哇！而我要嘅情緒就係咩？突然抽筋喎，咦？呢啲都幾啱我哋 MC 比賽去用喎，俾你睇呢啲係咪啊？撞波唔係就係立法撞波，即係我想扣殺。但係就腳抽筋啊！我腳抽筋。我已經要扮呢個動作係嘛？好，嚟啦！我全個波俾你，一、二，串。好，扣殺，砰！你嘅抽筋喺邊度啊？我冇抽筋係咪？你唔係，啱。邊個女仔抽筋？好嗱，我全個嚟俾一、二，去串。夠啦！哇！掌聲，係啊！哇！新嘅一年，我哋就瞓身做好佢，好嘛？我哋就係抽筋都要扣殺，係咪？嘅，多謝，好有創意喎。而呢邊又有我哋好多唔同嘅小禮物喺度啦，有呢個係咩意思？我想問下呢個。係一個日曆嚟嘅。哦，星星日曆喺呢度啊。即係我哋 event management 我哋成日搞 event，咁 event 嗰我哋就會叫 big day 啦。係。咁我哋咪升咗佢 big day 咯。收到晒，咁所以我哋每日咧都係 big day，每日都有好多嘅事情發生，希望大家都有好事連連啊，好嘛？多謝你哋嚇，thank you 同學仔 ，thank you。好啊。因為我哋旅遊會展合作節目管理嘅課程咧係好着重特色啊。咁咧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由學生一手一腳要係舉辦籌辦一啲活動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今日咧 Open Day 咧，我哋呢個攤位咧，無論係由成個攤位嘅概念啦，我哋嘅佈景板嘅設計啦，由我哋嘅紀念品啦、遊戲啦，所有都由學生一手一腳係去設計同埋去訂造嘅。咁其實真係好多謝佢哋嘅支持啦，亦都係咧佢哋係就讀呢個課程其中一個嘅好重要嘅實踐嘅環節咯。所以我哋要將呢一個嘅，我見到呢個係咪呢度其中一位係呢個最佳策劃人係俾你影相打卡嘅。嚟。我覺得係要頒俾佢哋啊！啱啱都有講咧，其實係真係咧，所有嘅嘢都係由學生自己去策劃，所以你哋噔，多謝，全部都係最佳策劃人，係啦，呢度係啦。我哋有睇緊直播嘅朋友需要 intern 嘅，呢度有幾位啦？係啦，呢度有幾位啦，係啦，打翻你哋嘅名落去 contact 落去就 OK 啦 ，OK。好，再一次多謝咁多位，多謝，多謝晒 ，thank you，唔該晒，走咯，好。係啦，我哋下一個啦，因為今日咧，其實我哋校園嘅園區都好大啦，同埋設施都好多啊嚇，所以我哋接住落嚟啦，去下一個啦嚇。咁下一個咧，因為好獨特喎，下一個下一個。啱我哋喎，上一年攰啦，係啊，要休息下啦，哇！咦，好得意喎，但係跟住上課鐘咯喺度，請勿打擾啊！OK， 即係閂咗門嘅話就唔使得打擾我哋啦，係嘛？咦，我哋有位哥哥喺度啦 ，Hello， 你好 ，Hello， 呢度係一個點樣嘅狀況？點解咁多張床喺度嘅咧，哥哥？主要就係呢度我哋係做一個培訓基地，教一啲學生咧，佢哋點樣日常，佢哋去到酒店嘅時間咧，個員工咧。點樣執好間房嘅？唔係攞嚟瞓嘅，係攞嚟執房嘅。係啊，即係訓練下 housekeeping 點樣做，可唔可以咁講啊？OK，咁我想問下咧，其實難唔難做嘅呢件事？因為咧，我成日都係諗緊件事，如果我自己學習咗，我要學幾耐先可以做到咁靚嘅一個鋪床咧？咁樣通常咧，佢哋就會為期會有45個鐘啦。成個 program 係。咁佢哋咧分別就要識得所有嘅理論啦，所有嘅實操啊。係。
就咁樣。最後咧，佢哋都需要有一個考試嘅。考試咧大概我哋就要45分鐘嘅完成晒所有嘅步驟。點為之標準啊？或者我哋咁樣簡單嚟講啦，如果我哋考試啦，係啦，咁點為之係一個標準嘅狀態係合格咧？我想講下咧，係成張床咧，例如咧，咁我哋就會係用15分鐘啦嚟到去完成佢啦。咁至於就係其他，譬如舉個例，洗手間嘅，咁啊大概我哋就會15分鐘，係啦，就需要完成佢。咁其他抹塵啊、吸地啊，仲有其他零零碎碎嗰啲嘢咧，咁啊加埋晒就15分鐘，全部就45分鐘。即係唔係淨係喺張床上面，連埋我哋嘅洗手間啊各方面整潔。咁有冇啲間唔中搞下啲競技比賽咁樣，同學之間咧會可以去競爭一下，希望提升下互相嘅實力咁樣㗎？呢方面都會㗎。佢哋咧，我哋配合翻咧業界嗰邊咧，佢哋將來咧，佢有機會有興趣嘅話咧，亦都會係每一年佢哋業界都會有一啲精英出嚟咧嚟到競賽嘅，非常之激烈嘅。我哋睇睇入邊洗手間，我哋睇下先，完全係模仿真係酒店洗手間嘅模樣去作出一個訓練喺呢一度嚇。咁見到係真係嘅嗱，我就咁樣見到咧，係基本上係好乾淨啦，係啦，冇咩灰塵啦，同埋啲毛巾咧都係有特別嘅一個嘅摺疊嘅方式嘅話，先至作為標準啊嚇。係，咁我想問下，成個評分標準咧，係以一個點樣嘅一個標準為主咧？如果係我哋女大嘅話，女大咧，咁我哋就會評分標準咧，佢哋就會係50分就合格啦。咁就每一個錯處咧，咁我哋會扣2分嘅。即係咪有個國際嘅一個執榜嘅標準嘅？係啦，係有我哋業界裏邊嘅標準嘅，譬如好似做錯啲嘢，譬如好似我呢個位置，我哋要擺一啲大嘅毛巾嘅喎，咁但係我哋有個擺細嘅毛巾嘅。係啦，你擺錯咗啦，或者係開口位咧，我哋個開口位嘅時間咧，方向咧擺錯咗，另外一邊嘅時間咧，即係有可能佢哋會係調翻轉，係啦，將嗰個咁樣擺，係啦，將個唔好睇嘅地方俾客人見到嘅時間咧，係啦，咁就會扣分㗎喎。咁就係錯㗎啦，所以其實好講究喎，原來執榜都。雖然咧，我覺得而家聽翻咧，即係感覺上咧，好似係喎咁啱喎，咁但係咧真係諗到嘅時候咧，就未必咁仔細，所以個學習當中嘅話咧，就知道晒呢啲嘅 detail 位喺邊一度啦。係啦，咁我全部都係教佢哋咧，將來點樣去做一個管理呢個部門，有啲細節嘅嘢更加做得更加好咯。係啦，即係有個少少有基礎啦，係啦。因為你唔識做，你未做過，人哋講乜嘢嘅時間，你都要信，你都唔知道個經驗咯。所以我覺得係真係嘅，即係入讀嘅時候咧，從最基本開始做起咧，呢個係對於佢哋未來咧喺就業嘅方向亦都係非常之好。冇錯，同埋見到澳門咧，即係喺酒店業同埋呢個度假村管理方面咧，喺世界咧已經越嚟越厲害過，相信都係老師們同埋師生們共同合作嘅成果嚟㗎。嗱，如果真係大家有興趣嘅話，想了解更加多嘅話，可以去到旅遊大學網站上面啦，或者唔好等啦，直接而家就過嚟啦。係我哋利開放呢邊嘅話咧，即係歡迎大家嚟了解同埋詢問嘅，好唔好？好，唔該曬你，唔該曬威人，唔該曬 ，thank you，thank you。好，咪睇路睇路。哇，真係呢度係真係成個酒店嘅格局咁樣。係啊，我見到就係話咧，喺我哋氹仔校區呢一度咧，我啱啱都講啦，我哋可能性大咗好多，我哋能夠做嘅事情多咗好多。其實咧，學習嚟講得更加有趣同埋幸福咯，嗬。冇錯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繼續帶大家去到我哋下一個嘅位置啦，冇錯。都話我哋咁多層樓梯，梗係要階段式咁樣去行啦。我哋又去另外一邊。我哋啱啱行咗5層㗎啦。係啊，咁所以呢度咧，我哋啱啱有 hotel management 同埋我哋一啲旅遊會展嘅一啲嘅內容同大家介紹咗。我睇睇下一個地方又去邊度先啦。嗱，下一個地方咧，我哋啱啱咧就有提及過嘅。喺我哋成個依個嘅耀東樓咧，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咧教學嘅設施。Really？佢嗰個設施咧就叫做廚房。廚房呢度咧真係好重要，因為咧我知道嗰邊咧都會教大家譬如一啲嘅中餐啊、西餐啊，咁同埋真係我哋咧旅遊大學出嚟嘅同學仔咧，佢而家都係喺澳門好多嘅升級嘅喺廚房當中咧都係工作緊，同埋都係有好多好嘅成績，咁所以我覺得咧呢方面一定必須要去睇一睇啊。
冇錯啊，咁啊，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啊，我作為澳門人咧，我覺得係好驕傲嘅，因為其實喺澳門真係可以食到好多係米芝蓮餐廳，或者係星級大廚嘅一啲餐廳㗎，係啊，基本上真係諗得出咧，基本上都可以係做到喺度都係品嚐到啦。係咁同埋好多啲創新嘅 fusion 啊、融合等等嘅話咧，喺澳門呢一度咧都係可以見到㗎。咁所以大家美食嘅話咧，澳門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大家值得過嚟去品嚐同埋了解嘅地方。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進入啦呢一個啦，係好大個嘅廚房，我今日聞到好香嘅啲烘焙嘅味道喺呢度啊！係啊，所以因為呢度咧係分為幾個唔同嘅廚房啦，包括有2個嘅廚藝教學嘅廚房，一個我哋嘅展示嘅廚房，再加一個烘焙嘅廚房，冇錯。所以咧，大家可以咧，啱啱咧阿西西都有聞到嗰啲烘焙味啊。咁呢個應該係做西式嘅廚房，係啦。啊，呢度係。好，我哋去睇一睇，了解下先。Hello， 誒 ，Miss， hello， 係啊，嚟，我呢個交俾你先。好啊，歡迎，幫我哋介紹下我哋呢度廚房做啲乜嘢，同埋如果同學仔嚟到旅遊大學嘅話咧，可以點樣學習到咧？大家好啊，我係 Christy 旅遊廚藝管理嘅主任，你好，課程主任。咁咧報讀我哋旅遊廚藝管理嘅咧係有好多好好玩嘅，譬如話學生。一年就會有2個廚房堂，咁學生要學做西餐啦，我哋西餐為主噶嘛，西餐啦、甜品啦、中餐或者係國際 international cuisine 都會有嘅。咁而家呢個工作坊，你而家見到呢個廚房咧，係我哋8月份先至開放㗎，新廚房嚟㗎。咁一個廚房可以有24個學生，咁我哋有2個廚房係一模一樣嘅，所以我哋可以喺同一個時間有48個學生嘅，非常之好啊！咁而家咧呢位我哋 Marietta 老師咧就教緊啲觀眾啦，啲參加者啦，做緊 pasta 嘅。我哋可以睇一睇係啊，我哋入去睇下先。可以，我哋可唔可以體驗下整 pasta？可以。Hello， 師傅你好。師傅你好。哦，呢個係做緊 pasta 係咪啊？冇錯，我哋今日有呢個手工意粉嘅工作坊。哦，好啊，我哋可唔可以體驗下？走過嚟試下先。有到我啦。我呢個係地獄廚神，Yuki 又嚟啦！你好謙虛啊，真係我聽係啊。好嚟啦，我哋可以。OK， 我想問咧，其實咧，一個嘅，係啦 ，pasta 咧，其實佢最大嘅難度係最難，最難點係咩啊？最難嘅點就係你要整到一個好好嘅麵團，咁等佢唔會咁容易斷啦，跟住濕度嗰啲都啱啦，咁樣就會好容易碌到出嚟㗎啦。最緊要唔好斷，都體驗下先，嚟，我幫你放，你就自己搞。好啊，我而家搞緊，係啦，你咁樣搞係啦，好。好啊，冇錯，我哋跟住就可以放落去啦。係，嚟，我試下先搞嚟啦。咁我真係人生第一次整 pasta 就奉獻咗今日啦嚇我哋試下。可以。哇！唔斷喎，真係整。唔係，我問師傅先，平時係咪應該1個人做嘅咋？而家有3個人做，係冇問題嘅，係 OK 嘅，學習下啊嘛，係咪？學習好。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整麵啦。啊，就可以整麵啦。咁我哋整闊條麵啦。係。好，整闊條麵。係一樣，我幫你入。哦。可以搞啦。啊。所以呢部機咧已經係有幾個唔同嘅 function 可以做出唔同嘅大細喺呢度嘅喎。哦。呢個搞，我喺左邊，你兩邊都得。OK，好。哇！嚟啦！其實呢就闊少少嘅 pasta 啦，一見到就係，明白啦。咁我哋叫 fettuccine 啦，呢隻。就闊啲嘅。平時去食 pizza 食嗰啲闊條麵。5號條麵咁樣，咁大概呢個係咪就係一個 portion 咁樣就可能會係？大概我哋平時食意粉，如果你喺屋企咪乾嘅啲意粉，係啊，佢係80克至100克，係一個人嘅份量。一個人，明白。之後我哋就會滲啲麵粉等佢冇黐住啦。之後就成為咗你今日嘅成功做咗出嚟。太好啦！你由地獄廚神變成小地獄廚神，係啦，仲未，upgrade咗少少，係啦，等，嗱係你啦，阿先望一望鏡頭先，望一望鏡頭，呢度望一望鏡頭啊，好。One more。OK。我第一次係望住人哋嘅眼鏡嘅，係啊。好。咁應該就我可以試下個味道啦，係咪啊？咁我哋今日
試驗嘅朋友都可以將呢啲麵粉呢個麵攞翻屋企煮。太好啦！即係所以啱啱看似即係我哋就叫佢試一試啊，或者感覺上好似唔係好難啦，係咪？但係其實佢對於每一件事都要好認真嘅，因為有時咧啲客人你知道啦嚇，可能會咧嘴刁一少少係咪啊？咁同埋咧就係咧，我哋基本上希望每一個咧做出嚟嘅食品同埋我哋嘅菜式嘅話咧，都係充滿住我哋嘅技藝喺裏邊嘅。好，唔該晒。先傾到呢度，多謝你 ，thank you。好啊，呢度咧。因為我記得我上年咧係體驗整一個嘅朱古力嘅，係咪？今次咧係同埋 cocktail 我都試過㗎，好似係啦，咁啊今次咧就係整麵啊嚇，係啊。咁我覺得咧作為學生嚟講，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好幸福嘅，因為以前咧我哋基本上咧都係喺 hi， 係啊，呢度，你有冇諗住之後希望嚟讀旅遊大學咧？有啊，咁你最想讀乜嘢嘅科目啊？你最中意做咩啊？唔係，佢個心裏邊想講廚藝，但係佢怕一講完廚藝之後咧，翻到屋企就要煮嘢食啦，開始係。係啊，但係你屋企有冇煮嘢食先？有啊。有啊，你最中意煮啲乜嘢類型嘅菜式啊？你真係好聰明啊！所以今日媽媽就帶佢嚟整，再整多啲更加多唔同嘅麵。係啦，冇錯。好啊，多謝你哋啊！加油加油加油！好啊！好啦。咁咧，呢個就送俾你啦。係我哋嘅吉祥物嚟嘅，叫翠絲，知唔知啊？好啦 ，thank you，enjoy，好。哇！呢度就係見到呢個設備咧，真係好似好多嘅大餐廳、度假村裏邊就係咁樣樣噶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我哋可以俾大家知道，求其喺教學當中已經了解到，其實我哋真係去到工作環境嘅時候。個環境會係點樣樣啦，係咪？咁同埋即係點樣做嘅話咧，全部都係有一個手把手嘅教育喺呢一度，所以其實個準備同埋呢個教育咧非常充足嘅會係。係啦，咁啊亦都提前感受咧職場嘅唔同嘅一啲啦文化，或者我哋唔同嘅一啲佢哋嘅設施啦。咁呢個亦都係啱啱亦Y 人都有提及過嘅，即係喺未進入我哋行業之前咧，先了解個狀況，了解個狀態，當佢去管理嘅時候就會容易好多啦。同埋咧，啱啱聽到啦，其實咧佢主要咧可能喺西餐嘅教學會係多少少，咁但係其實中餐都係有嘅，咁同埋咧亦都有唔同類型菜式，咁所以咧我哋先以西餐作為一個嘅底啦，希望先學好一啲基本嘅廚藝，再慢慢根據大家喜歡邊一類型嘅菜式嘅話，可以再繼續深造落去嘅。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可以再介紹下啦，呢一個嘅教學環境係啱啱就係西餐啦，呢個係講咩咧？呢個係我哋嘅蔬菜加工區，點解咧？因為我哋讀廚藝嘅都要讀食品安全嘅食安好重要噶嘛。咁頭先你都見到啦，廚房其實佢嘅空間都有限嘅。係。咁我哋有咗呢個蔬菜加工區咧，即係我哋所買入嚟嘅菜咧，我哋先正叫學生喺呢度洗咗先，切完之後先正攞入去廚房嘅。咁呢個淨係整蔬菜嘅啫喎，蔬菜同埋水果。咁隔離我哋都仲有個肉類加工區。隔離呢邊就係肉類加工區，哇，都好大喎。淨係整肉，即係其實係喺出邊嘅餐廳嚟講，或者係出邊嘅酒店嚟講，算係一個好標準嘅加工場啦，係咪？係啊，哇！酒店設備都係咁㗎，酒店嘅餐飲都係咁樣嘅。咁呢個係真係好重要嘅，因為其實講緊餐廳，講緊食啊嚇，食品安全係最重要，安全先係最重要㗎，係咪啊？味道係真係第二步啦。咁首先一定要確保安全性，所以亦都可以俾到學生們去了解，其實咧食物嘅安全第一個首位係。俾佢哋去了解呢樣嘢咯，咁樣咯。係啊，你見我哋嘅呢個砧板啦，都有唔同色㗎。綠色係淨係俾蔬菜同埋水果肉嘅。出邊嘅標準都係咁樣嘅。出邊嘅標準都係咁。OK，咁係啦。咁呢個就係綠色嘅砧板，蔬菜係咪？係啦，蔬菜同埋生果。咁肉類咧？肉類係紅色。我哋睇下肉類先，呢個又俾我哋直播間嘅咁多位朋友仔長知識咯噃，即係如果喺個安全性嚟講啦，我哋入到去一個加工場啦，我哋會知道綠色咧係切呢個蔬菜嘅，咁跟住我哋睇下紅色，哇，有幾種顏色喎，我見到紅色咧就係肉嘅，咁藍色咧就係海鮮類嘅，咁黃色就係雞啦。咁大家又可以多長知識啦嚇，紅色係肉類，係咪啱啱？係。
跟住咧藍色就係海鮮，冇錯。咁最後咧呢個咧就係切雞嘅。你有冇興趣加入我哋廚藝管理啊？我有興趣了解更加多嘅安全性啊嚇，廚藝嗰個我都係慢慢去增值自己先。OK， 咁啊俾大家亦都可以了解到啦，非常之好啊！多謝晒，我哋支持，多謝係。好啦，我哋繼續啦嚇，咁大家咧都可以了解到，原來我哋係特登係有一層咧。係播廚房嘅，咁有廚房嘅加工啦，亦都有我哋嘅廚房嘅展示啦、教學嘅展示啦，咁亦都會見到啦，有我哋嘅中式啦，亦都有西式啦，咁樣俾大家全方位去了解到我哋唔同嘅一個咧廚房嘅，所以咧，我啱啱見到咧，真係見到師傅啊，佢哋即係教學人員咧，好似好簡單啊，好非常之真係話做就做咗出嚟一啲嘢，但係佢哋之前嘅練習啦，同埋佢哋投放嘅時間咧，真係唔少噶。咁啊，所以咧咁多位同學，我真係對於我哋嘅廚藝同埋希望最愛我哋澳門嘅美食之都，同埋我哋嘅呢個咧休閒企業咧呢一方面嘅發展嘅話咧，旅遊大學絕對係大家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選擇啊！等緊大家。係啦，咁啊，其實咧，除咗我哋有廚藝學之外啦，啱啱其實我哋一開頭咧，去到我哋咧，一開頭個工作坊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嘅。我哋除咗有學整嘢食啦，仲有學整嘢飲，有咖啡啦，係啦，有我哋嘅唔同嘅 cocktail 啦，甚至乎咧，依家好興噶嘛，我哋嘅中國啊嘛，係咪？係。所以咧，我哋有中式嘅文化，就係一個嘅茶啦，功夫茶。差唔多係我哋全品類教學，大概已經係真係嘅。我覺得咧，而家咧，我哋都係迎接住有每年差唔多4000萬嘅遊客㗎，咁所以咧，我哋真係世界各地都會嚟到澳門呢一度啦。咁佢哋嘅口味啊，佢哋中意嘅嘢都有唔一樣。如果我哋知多啲、認識多啲嘅話咧，肯定可以喺服務上面，同埋喺成個工作表現上面咧，係做得更加好啊！冇錯，好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嚟到 B1，呢個係 B1啦，係咪？B1啦，冇錯，係啦。B1啦嚇，我已經終於嚟到 B1啦，我哋好，仲有喎，係咪啊？係冇錯。OK，我們好。其實我們聽到呢，在我們的直播平台當中，有很多同學，他們都有在問，到底呢，我們一些碩士的課程，還有如果我們要入學報名的話呢，應該要怎麼做？等一下呢，我們就有我們的工作人員呢，為大家介紹這個部分，好不好？好的，因為今天呢，除了有我們的CTM 的一個直播呢，我們還有小紅書的直播，所以呢，各位粉絲們呢，可以先來點個關注，以及呢，還有來轉發我們的直播間。好啦，咁跟住落嚟，接下來我們來到這個地方是，這個地方就是招生的地方哦，我們可以看一看哦，是我們旅遊大學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那當然要先問問我們的來賓吧，好不好？你好，你好，對，所以呢，我很多在看我們直播的朋友們，他們留言也在講，到底我們要入學旅遊大學要怎麼做？還有呢，有什麼需要準備的東西，可以跟我們簡單講一下，好不好？那其實的話，如果是入學的話，有分兩種吧。如果是在澳門本地這裡的同學的話，他去報我們的那個私校聯小 JA1，就可以去報名了。對，香港的同學也是，香港身份證的也可以。但是如果是內地的同學，他怎麼辦呢？內地同學我們會看他的高考的成績，其實高考的成績的話，我們會在稍後的時間就會開放報名的那個時間，然後到時候你把所有的資料輸進去，然後就可以到時候高考成績一出了，你就把那個成績放到那個我們的網站上面就可以了，對，其實呢，我們的報名的是不複雜的，是可以的。所以各位，如果你們想要了解更多的話，也可以去到旅遊大學的網站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沒錯的，沒錯的。還有，我覺得他們很厲害，就是呢，他們的 QS 學科排名的話呢，全球排第13，還有在亞洲的話呢是排第3名哦。沒錯，太棒了。你看，就是他們也是非常努力，希望把我們旅遊方面相關的最好的東西，也是交給我們同學們的。那如果我們剛才講的這是 undergrad 的，如果是做碩士的話呢，我們也是可以去報名。博士的話又應該怎麼做呢？碩士和博士的話也可以留意着我們官方的網站去留意着那個程序，因為研究生的話應該沒記錯了，已經開放了去報名了。所以其實同學如果有興趣來澳門讀書，來我們澳門旅遊大學讀書的話，可以隨時的現在可以開放報名，提早報名。其實我再想一想，研究生的話也是一個不錯可以提升自己的一個方式。但是如果要念這個研究生的話呢，他在學士的時候 undergrad 的時候呢，一定要學跟旅遊相關的學科才可以報我們的研究生呢？很好的問題。其實現在都沒有什麼一個太硬性的關係，因為現在全球
化的原因嘛，其实没有一个很硬性要那个必须要旅游。对，其实旅游我们这种课目啊，也是一种半上课类型的科目，所以也是很欢迎是比如说本来是读工商管理啊，一些商业类型啊，或者是市场学的话，也欢迎我们。其实我们的课部也有这类型的硕士的，对，没错。还有这个 multi-discipline 的话呢，我觉得现在的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聊到这边，我也看一看这边的环境，好不好？好的，好的，感谢您，谢谢。好。哇我在想真的，我们在这边如果要报名的话呢，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好不好？因为其实我们在網站上面都基本上就把他們每一步需要做的事情都講得非常清楚。還有如果是澳門跟香港，如果係澳門或者係香港嘅同學仔嘅話咧，基本上澳門嘅就4校聯考啦。如果香港嘅話，都可以攞住佢嘅成績表嘅話，都係可以報名嘅。睇睇呢一邊係點樣樣啦。Hello， 陳小姐你好啊。好。你好，想問一下呢，這一邊呢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攤位呢？我們這邊是負責招生的。那招生的話，我們有本科、碩士，還有博士。那其實3個學位課程都開始報名了。哦，我想問一下呢，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我們的課程其實都集中在旅館相關的，但是所有課程我們都有銜接到本碩博都可以銜接到。那我們當中也有很多部分的課程是有跟外國很優對國外很優秀的一些大學例如呢？例如是SHMS 就是瑞士那一邊的，然後 UQ 也有，就是對，昆士蘭大學那邊，對，所以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銜接，對嗎？對，我們有雙學位課程，然後也有一些證書、額外證書的課程這樣的。好，來看一下我們的攤位的特色，我看到就是很特別哦，這邊，對，也有很多。今天為了介紹我們這一個的招生的話，也有很多，可以介紹一下嗎？可以的，這邊是一些拼圖，然後這邊是由我們澳門旅遊大學那個華容 logo 對，然後去拼回來的。那我們其實這邊我們都有一個True or False 的一個遊戲是，對，就是可以玩一下嗎？可以，來試一下，來，可以。係啦，對女大，我哋女大嘅知多少啊吓？我們看一下，了解一下。對。這個是一個就是了解這個我們的整一個校園，對嗎？對，我們都有一些基本的問題可以就是要掃碼進入，然後一些是非題這樣的。試一下，我們試一下第一題，可以看一下我們現場的直播間的朋友們呢，了解我們的旅大有多少了，來看一下。對，要就是掃碼然後進去的。要掃碼嘅，嚟，是用微信嗎？還是？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吧？好，我是看這個。來，我們掃一掃。OK，來看一下第一題。好，我們兩個組隊，好不好？好，來看一下。我們叫做User，來了。OK，看一下，哎，看到了。那有2位同學進去了，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是誰？是誰？好，這邊我們挑戰一下，來看一下。好。我所以是要按屏幕嗎？在這邊回答，這邊這邊都是是非題，那我們可以玩2-3題試試看，好不好？了解一下。好，我們看一看 True or False。好 ，OK。對，那我們澳門畢生透過聯考到我們的 UTM 後，是否需要參加額外的面試？我覺得 no。我覺得呢，表現好的不需要。對。表現的收手的應該也不需要。對，我們很優秀的不用。優秀不用。所以我們是不需要。對。我這邊沒有 false。來看一下，正確的答案是。對。對嗎？我們對了。耶！我們再來一條，來，好。有第3位出來了，這個。對，可能直播間有同學進去。太好了，對。我們共同申請我們 UTM 本科課程的報名費是200元澳門幣。是還是在截圖的頭10名的話就可以。可以免費嗎？也是付200，我覺得應該是200塊，應該是對，因為我好像有付過。好，我覺得是對的，你覺得呢？你覺得會唔會我哋加咩？依家我哋個咩物價上調啊？有可能喎，或者220蚊咧咁樣。哎呀，times up，係啦，所以應該是200。哎呀，都話㗎啦，對，你講對
350块。对哦，然后我们再来一条。再来一条。那我们学校是有提供博士学位课程，怎么可能没有？True， 对，肯定有的这个。正确耶！我们博士后的课程可能也快了，好不好？大家，我们总共有6题的，现在就晚了3题。啊，我们还有，那我们再晚。不可能，我不是，应该分数算错了吧？我不是第3名的。那我们澳门旅游学院是从2025年正式更名吗 ？Yes， 是25吗？25，我们上一年对，25确定吗？不是24。哎，我按了，它在 loading 哦，因为还要等。OK， 是 false， 没关系啊，所以应该是2024年，对，係啦，因為而家2026年啦，好的，不行，最後一題，超過他們分數，加油！還有2題。旅遊大學的官方英文的簡稱是 UTM， 好，我應該是 true 吧？正確，對，正確。好的，我們看一下，正確的答案是正確的，對嗎？哇，他為什麼他這麼多分數？喂，因為他快了，快了，正確。那最後一題啦，好，在 QS 世界大學的學科排名當中，本校位居澳門第一，怎麼可能不是呢？我覺得一定是 true。看一下，正確的答案是來了，對的。我再補充一下好不好？澳門第一當然是厲害哦，它亞洲是排第3，好不好？全球排第13了，非常的厲害哦，真的好的，所以呢，這個不用理他，好不好？謝謝。他在這邊拍照，謝謝。好啦，謝謝你們哦，好的。我覺得女大要頒個優秀嘅直播主獎俾我哋啊，係梗要啦，係啊，真係完全好了解女大㗎，你知唔知啊？OK， 好，Hi，大家好，大家好。我哋呢一邊咧可以睇睇啦，我哋有啲乜嘢特別咧？睇下先嚇。Internship 呢度係咪講關於係實習課程嘅內容嘅咧？哦，好啊。咁 internship 嘅話，其實我都係想了解，如果是哪個 internship 嘅話，大家也想要多了解一下這個部分，因為可能有些同學他不一定能夠4年都待在澳門這個地方，但是如果短期的話呢，可以怎麼做呢？基本上我們所有本科的學生，他都必須要完成一個我們實習的一個部分。哦，明白。對的，所以只要是在我們澳旅達這邊修讀這個本科的話，實習是一個你必須要做好的一個事情。避免不了的事情。對，但是呢，我也覺得這個事情可能學生會覺得，誒，會不會比學習難很多？要麼這樣想吧，你在課堂裡面待3年半的時間。那有半年的時間，可以在外面看一看真實的公司、真實的行業到底是怎樣運作的。對學生來說，是一個增加他們見聞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是的，所以如果你們的 internship 的話呢，大概可以去到什麼國家跟地區呢？基本上我們這邊我們在全球已經積累了超過900個不同的實習單位。對，我移步到這個照片的地方，我們一起過去看一看哦。已經在很多不同的國家跟地區，包括我們去到的 Bulgari 的這個是在上海的，對，上海的 Bulgari 酒店，我們也有學生到聯合國旅遊組織或者我們那個亞太旅遊組織那邊去實習。對，好的，還有我們本地的我們的一些休息裡面去實習。那這個是在泰國那邊，泰國的，所以看到我們內地的也有機會。海外也是有機會的哦，所以呢，看看你們的努力，還有你們想要去什麼地方的話呢，希望也可以去到你們想要去的地方，學習到你們想要學的東西，好不好的？所以都大部分是在大幾去做這個 internship。基本上我們本科的學生都必須在大3的時候，是完成他們的實習，完整的學年，一個完整的學期，就是半年，對，半年的時間，好不好？放心，半年很快過，但是你的收入肯定會很大的，快點來報名吧，好不好？好的，感謝你啊，謝謝 ，OK， 好啊，我都想去啊。對，就是可以。誒，又係你喎 ，Hi， 啲麵好唔好食啊？啲麵。好啊，係啊，整啫嘛，係啊。清晰過我同你真係不得了。好，那我們看看哦，但是嘛，我要進去看一看啊。好的，好的。剛剛就是有看到全球的視野了，現在我們呢？我們有學生的事務處在這邊哦。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負責人 ，Hello，你好，來了。
訪問一下，就是這個板塊、這個攤位有什麼特色呢？好的，這邊是我們的學生事務處。那在這邊呢，有2個遊戲可以玩。第一個是這邊的投壺遊戲，那同學站在這裡就可以把箭射進去，然後獲得相應的禮品。那這邊是相應的套圈遊戲。那在這邊玩的話呢，可以獲得我們學校帶有我們學校 logo 的一個充電線。對。然後呢，我跟您簡單介紹一下這個部門。我們學生事務處是什麼？那我們這裡呢會給同學提供一些交換或者是交流的機會。那這一部分呢是校友會的部分，這裡有寫到我們學校的學生畢業之後可以去申請的學校，比如說和我們合作的一些墨爾本大學啊，還有北大大學啊，還有那個西南聯大都是可以進行申請的。那同時這邊也介紹了我們同學畢業之後可以從事的相關職業，比如說酒店行業可以從事一些文化保育啊、文化旅遊啊。那我們的酒店管理同學呢，可以申請一些旅遊業務或者航空業等相關的工作，大概是這樣的。很好，我們可以下來這邊看一下，剛剛有介紹過了，這些也是一些就是合作的一些大學，對嗎？這個裡面提供了不同學校的軟科排名。那我們學校在今年的時候是排進了前30名大學的。太厲害了，這個板塊。剛剛有說過，我們這個職業的一個前景，就是如果我們的旅遊大學的同學呢，能夠從事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行業，對嗎？是的。如果你申請了這個學校的話，那根據不同的專業，我們這裡有列出你可以申請的工作相關的部門。那如果你有目標的話，然後可以去參考這個板塊，然後進行申請。那我想問一下，你是讀哪一個專業的？我是學酒店管理的。所以你現在是大幾了？我現在是研究生第2年。研究生有沒有在外面實習呢？我本科也是這個學校的，然後我是會展管理專業的學生。我之前是在本地的會展公司進行實習。那畢業之後呢，我在酒店皇都酒店就職。那現在我又回到學校，然後來繼續深造，然後學習酒店管理相應的課程。非常的棒，希望你繼續努力，好嗎？跟住繼續啦，我哋又要再上一層樓咯，係，因為我哋跟住落嚟咧就要去到耀東樓嘅2樓啊嚇。好，對，麻煩你哦，謝謝，好。我哋要再上一層樓啦，睇2樓嗰邊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嗰邊仲要同大家講，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離開我哋嘅直播間，同埋我哋仲有好多嘅內容咧係同大家分享㗎。冇錯啊，等陣間咧就真實嘅，我哋會咧係坐喺直播間啦，去同大家係介紹每一個嘅學科啦嚇。因為其實咧，我見到直播間嘅朋友仔咧，今日都好活躍，係啦，好多朋友入到嚟啊嚇。我諗大家最想了解嘅，反而係好多唔同嘅學科，啱啱都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啦。之前新嘅一年咧，已經破我直播間嘅一個觀看記錄啦，冇錯，因為第一場啊嘛。我哋其實每一年咧都希望有多少少嘅一啲嘅新嘅課程可以俾大家選擇到嘅，所以今年我見到佢新開始咗工商管理嘅碩士課程啊。哇，因為其實 BA program 啊，女大嘅話咧，工商管理係比較少去話我選擇喺呢度讀嘅。係啊，所以等陣間咧，大家就去了解下呢度嘅工商管理嘅特色。即係我估計可能都會係佢喺工商管理嘅一啲嘅基礎嘅概念啊，同埋之外咧，可能都會有一啲係同旅遊相關嘅商業嘅內容都用入去，都唔定啊。我估係咁樣樣，但係話呢個都係幾 make sense 嘅一件事啊，係咪？係啦，咁啊等陣間咧都會去介紹我哋唔同嘅一啲啦課程啦。好，咁亦都包括啦，我哋文化遺產管理啦，係啦。其實呢個好需要，因為咧越嚟越多我哋好多嘅文物都希望去保護，同埋希望了解，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儀式。嗨，你好啊，入邊吸引啲啊，唔好意思啊，係啦，入邊都好多嘢睇啊，好啊，點啊 Lindsay，我哋傾偈啦，我哋係啊。點啊？我哋嚟到呢一度研究生課程，關於我哋 Master Degrees 嘅話咧，如果想報讀可以點樣做，同埋啲乜嘢選擇可以俾到我哋咧？嗱，我哋有好多選擇嘅。係。咁報讀咧，咁我哋其實喺網上啊，我哋有好多 QR code，其實佢哋可以掃一掃咧，都可以直接去到攞到好多相關嘅資料㗎啦。冇錯。咁我哋今年咧個主題咧都同嗰舊年差唔多嘅，因為我哋咧就係好需要啲人去要有幻想，跟住有夢想。當你知道你想要啲乜嘢，你先有推動力去到攞你嘅製造你嘅未來。咁或者我而家入邊咧就講解下佢哋要做啲乜嘢。Vamos，嚟，我哋入嚟啦。
嗱，咁我哋首先咧，我哋今日嚟到嘅學生啊，或者係想讀書係啦嘅人士咧，佢哋可以呢度睇到未來其實佢想做咩類型嘅成功人士啦。或者做個CEO 啊，或者做經理啊、設計師，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政治家。咁呢度咧，基本上就係想佢哋去幻想啦，有一樣嘢佢哋好想要啦。咁慢慢咧，佢哋就會過到嚟呢邊。咁佢哋就可以睇下。我哋學校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嘅，冇錯。咁或者我想做一個企業家，或者我想做個 CEO 嘅，或者我讀過MBA 啊，或者我讀過 DBA 啊，或者我讀過博士，有好多唔同嘅科目都可以幫到佢哋達到佢哋目的咯。咁我哋有英文課程啦，有中文課程啦。咁慢慢咧，佢哋咧可以咧我借啲圈仔嚟啊，借啲。我做個示範呢度係啦，好。咁慢慢咧，攞利是係咪我就可以？係啦，今年咧互動少少嘅，就要佢哋幻想啦我讀書嘅有波折嘅咧，咁即係因為我讀緊書啦，跟住慢慢我要揼呢啲圈嘅，睇下中唔中咯喎。波折啊！我揼咗10個都唔中嘅，中咗！即係等於我而家咧讀書其實係有上有落都係起落係。咁慢慢咧我而家畢咗業啦，我成功咗啦，我出咗嚟做嘢啦。係啊。咁慢慢下一步咧。我就會揸翻我頭先嗰啲牌啦，放翻落去呢度就係一個 live 嘅電視啦。咁慢慢我就係成功人士CEO 我以前就係讀咩課程嘅。我可唔可以笑一笑嚟先啊？嚟啊，笑落去啦，係啊。我而家留翻一張嘢度，留翻張嘢呢度留翻先。當我揀咗啦，我試完嗰度啦，我哋一齊入嚟啊！嚟一齊啊！係啦，我哋就係成功人士，澳門旅遊大學畢業嘅，耶！掂晒咯，咁就係。我哋影多張，影多張，影多張，你嗰張。好 ，thank you。OK，咁慢慢佢玩完咧，嗱，當頭先嗰個呼啦圈掉唔入啦，咁慢慢咧佢哋咧要嚟呢邊咧，再有啲問題俾佢哋揀嘅，同到業界啊，同到政治啊，咁慢慢咧，即係始終有波折點樣都係會成功嘅，係咪先？學讀書係因為要學嘢，你唔識就要學噶嘛，係咪？我收一張寫乜嘢啊？俾佢哋介紹下。呢個係。旅遊地因負面視頻同我哋好相關喎，一啲負面嘅視頻喺網上面俾人鬧啊，我哋點樣緊急應對？哇！呢啲係公關危機嚟嘅喎，係公關危機嚟嘅喎，係啦，點樣去處理咧？點樣處理好咧？佢嘅答案。怎麼去處理呢？我們看到視頻的話，對，在網上面被罵了，有很多黑粉，那怎麼辦呢？我們？當有很多黑粉的時候，首先我們要去判斷這個是真實的。是的。然後如果說那個是真實的，我們要去聯合不同的發生地，看這個事情的話是在具體發生在哪個部門。如果這個事情已經發生的比較大的話，我們可以去聯繫一些，比如說像文旅局啊，然後政府啊，或者說公關部門，然後去商討這個處理這個負面視頻的方式。然後同時的話，就像我們澳門文旅局以及澳門旅遊大學，然後常年是有合作的，我們可以在根據澳門的一些特色，然後去再發布一些，比如說短視頻啊，或者說 ins 上面，然後去做更好的一個宣傳和公關。哇！可以邀請他到立法會嗎？可以嗎？立法會，他1分鐘時間之後已經把整個可以的一個大概的處理的方式都已經講出來了，好厲害！咁你慢慢搞掂咗影相啦，跟住慢慢就可以揀我哋呢度啲嘅，跟住一個人這樣子，要鼓勵一下咯。太好啦，其實係呢個，我覺得真係對於我哋嚟講嘅話，一來我覺得俾大家知道，其實我哋學習咧，其實好希望係有趣，同埋希望就喺學到嘅事情真係可以應用到嘅。咁啱啱一個小小嘅一個嘅遊戲啦，同埋一個嘅體驗嘅話，都可以體驗到呢件事嚟嘅。係完全係有，真係好好啊！我記得上年咧都有呢個展板嘅，但係咧今次咧係再多少少嘅情緒價值喺度咧，再加埋你嘅你嘅介紹咧係充滿住一個嘅激情啊，係咪？有好多趣思啊，有好多新嘅我覺得如果我哋再做下一次直播咧，幫 UTM 咧，一定要借佢哋件風褸，我覺得係啱就下一次。哇！我都要，係啊，即刻成件事有活力晒，好唔該晒你先啊，thank you so much，哎呀好玩啊好玩啊，唔好意思啊，會騰骨，原來呢度都係一個吸引點嚟㗎嚇，大家係啦，都睇下大家。佢講2個地方俾大家聽，其他啲大家再發掘一下好冇？謝謝你啊，唔該。好 ，let's go，拜拜。哇！我入到嚟啦，我覺得人生充滿希望。同埋呢度咧係好熱鬧嘅一個地方，大家都好中意嚟到呢一邊㗎。係感受到咧同學們嘅一份活力㗎。絕對係啊，真係。好。我見到個夢想，我見到有一個叫做咧一個嘅咩啊？
主題樂園嘅管理者啊，我有啲興趣啊。但係呢一個迪士尼嘅管理者，冇錯，呢個都 OK。同埋我覺得真係，如果真係做到呢一啲崗位，同埋佢本身呢間公司嘅一啲嘅文化嘅話，真係有夢想同埋點樣去實現嚟到樂園嘅人嘅夢想嘅話咧，呢個好重要，真係可以諗諗佢喎 Yuki 嚇。係啊，轉型其實呢個都係可以其中一個方向。咁但係咧，我想同大家講就係我哋而家個行業，譬如我哋可能做舞台上面嘅工作啊、主播工作嘅話，其實如果有多啲關於旅遊方面嘅了解到，同埋咧喺我哋網上面點樣做宣傳嘅知識嘅話咧，肯定係可以做得更加好㗎嚇。冇錯，好啦，跟住落嚟啦，我哋咧就進入我哋下一個你啱啱講緊啦，文化與管理遺產 heritage 啦，係，同埋就係講得好重要，冇錯，同埋旅遊企業管理啊，我哋呢一度好。好，跟住落嚟，我哋係咪進入呢個嘅區域咧？好，跟住我哋入到嚟呢個區域啦嚇。咁一個嘅區域咧係我哋耀東樓嘅3樓嘅，咁就係創意旅遊同智慧科技學院啦。大家好，大家好，旅遊企業管理喎。冇錯。我睇下先啊，旅遊企業管理其實包啲咩內容咧？我哋呢度介紹一下先，好唔好？我哋用廣東話可以，廣東話都可以，廣東話可以嘅，係。我哋係旅遊企業管理課程嘅，係。咁咧，我哋除咗智慧旅遊跟翻國家嘅規劃之外咧，咁我哋喺旅遊嗰方面咧，我哋會有一個系統化嘅訓練㗎。俾你。好啊。好，多謝。咁我哋係旅遊方面咧，會有個系統化嘅訓練學生啦。咁除咗系統化，即係話咧，我哋除咗係基本嘅理論知識裏邊啦，我哋淨係都會帶學生去了解旅遊裏邊嘅科目有啲乜嘢咧？譬如線上嘅旅行社啦，旅行社裏邊嘅運作啦，交通運輸啦，機場營運啦，航空公司管理啦，同埋景點管理與規劃啦，咁我哋都會介紹翻唔同嘅內容。細分好清晰啲嘅咯。係好清晰嘅，甚至乎喺航空公司佢哋仲要學飛機平衡啦，好多飛機嘅平衡啦，機場嘅操作啦，咁我哋真係除咗喺課堂裏邊帶佢哋，我哋仲會實地帶佢哋去機場去參觀。除咗之外咧，我哋喺景點裏邊啦，我哋都會同好多唔同嘅景點裏邊合作㗎。真係好好啊！見到我哋而家嘅學習嘅層面真係比我哋以前再多咗、再廣咗。係啦。最特別今日有一個新增嘅學科就係管理與數據科學喎，其實係呢個點樣嘅內容嚟嘅咧？好，我哋去隔離嗰邊再了解下。但係咧，我哋嘅旅遊企業管理課程咧，都會係跟翻大環境嘅改變嘅。咁我哋會有2+2嘅課程啦，與英國薩倫大學咧，即係 University of Surrey 咧，係有一個2+2嘅。咁2+2即係話乜嘢咧？喺4年畢業之後咧，佢哋有2個證書嘅課程。咁除咗呢樣咧，我哋會有一個叫做同澳娛一齊嘅合作嘅。咁呢個係經我啟航嘅。咁呢個課程咧係我哋今年咧已經推出咗第1年㗎，咁第2年即係話出年嚟緊嘅，再繼續啦，係啦，第2年嘅時候咧，都已經有好多學生參與呢個，參與喺入邊啦，係參與喺入邊。咁呢個課程有啲乜嘢唔同咧？呢個課程同其他課程咧，佢哋除咗喺我哋課堂裏邊學習，佢哋都會喺澳娛裏邊嘅綜合設施裏邊嘅工作。咁仲有佢哋係收緊澳娛嘅工資嘅。咁嚟緊到呢度，我好想都叫大家唔好離開直播間住㗎啦，係咪先？真係係。咁所以就係即係寓工作於娛樂啦，真係可以係。除此之外咧，佢哋係第4年畢業嘅時候咧，會收到澳娛嘅學費資助，同埋有機會晉身管理職級。咁所以咁多位，如果想了解多啲嘅話，係咪可以上到我哋旅遊大個網站就可以睇到咧？係啦，冇錯。收到，好啊，多謝你先 ，thank you。我哋先講到呢度嚇。好啊，跟住咧，啱啱咧都有講咗關於旅遊嘅學科啦，跟住我哋行到去對面嘅，係啦。係乜嘢咧？係啦，一個嘅係文化遺產 Heritage 係啦。Hi sir, very nice meeting you. How should I call you, sir? My name is Guy. Guy, very nice meeting you. So this is your microphone over here. So can you introduce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program to us, please? So we are a group of specialists here, and we teach cultural heritage-related degree programs. Right. So we have two courses, two particular lines. One of them is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the other one is more of a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ies management. So we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now. We have been teaching in bachelor's degrees in English for a long time, but now we have a Chinese track as well. And also we started a new master's degree program in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too.
And this year we started a doctorate degree program as well in cultural studies. So all of it. When do you start with the Chinese line? You start from this year or from last year? No, so it's already, we have a second year, 2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ese, so it's 2 years ago. And for the doctorate degree, it starts from this year? We already started, so we have a first intake of students, six students studying with us now. And for next year, we're expecting more students to come and join us. I got it. 所以其实我们有2个主要的分线，就是文化与遗产的管理，还有创意产业的管理。2个的话呢，也是他们非常有趣的一个课程。那还有就是他们的博士学位都已经在开发。各位如果对我们文化研究的博士跟硕士有兴趣的话，欢迎也是过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So most of the classes are being taught in English. Yes. And so if we really want to apply for the courses, what shall we do actually? If the newcomers, if the graduates from the schools, they would like to apply, especially for English language track, then they of course have to pass the IELTS test or English language test. But all the other requirements are quite similar to other courses at this university, so they will require good marks from the schools, but also a lot of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for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ly.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学习他们的英文课程的话呢，都要把他们的 TOEFL 还有 IELTS 这个英文的试也是把它考好。其他的话呢，只要跟着我们其他的课程这样报名的话，就应该没有问题的。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s so much. Professor. I will hop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very soon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好啦，我馬上睇得另一個啦，係咪又係？係啦，啱啱講咗啦，我哋一個嘅文化遺產嘅課程啦，係啦，咁亦都係啦，對於我哋澳門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因為我哋澳門咧有好多嘅一啲啦，我哋嘅景點都被納入為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冇錯冇錯。跟住落嚟啦，我哋再移步我哋下一個啦。好，我繼續傾下偈先嚇。係。我哋呢個係市場營銷與品牌管理，一見到就係啱你㗎啦，講真，係咪先啊 ？Yuki 全部都係好多市場嘅東西喺度。所以我就覺得今次咧，我哋呢一個嘅你哋着住嘅衫啊，即係女大嘅衫咧，係好有呢個 design 嘅感覺嘅。可唔可以介紹下係咪就係由你哋嘅學院去設計嘅咧？呢個咧就唔係由我哋學院去設計嘅，呢個係學校設計嘅。但係咧，我哋課程咧其實都有好多亮點嘅。當然啦，點樣去擺設啊，點樣揀地方啊，點樣揾我哋目標市場咧，都係好緊要嘅。同埋最緊要咧，就係你會發現咧，我哋其實課程嘅亮點咧就好與時並進嘅。譬如大家都係直播緊啦，所以你會見到咧有啲電子零售啦，同埋數碼營銷咧，呢啲課程咧喺我哋呢個學科裡面嘅。所以你哋係咧將一啲我哋唔同嘅一啲咧產品去做一個呈現啦。係咪？同埋做唔同嘅管理啦，以及咧，亦都係啱啱講嘅新增咗一啲我哋啱啱比較與時並進嘅一啲教學內容喺入邊。冇錯啦，冇錯啦。所以同學仔有興趣咧，其實可以去我哋官網睇一睇嘅。同埋我哋今年咧有個大亮點嘅，如果你哋唔介意咧，可以過嚟。係啊。咁咧就係我哋有一個咧2.5+2嘅雙學士學位課程嘅。咁呢個課程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同埋澳洲昆士蘭大學合作嘅。咁所以咧，同學仔只需要4年半嘅時間啦，就可以有2張嘅畢業證書㗎啦。係啊，可以有2個城市嘅體驗嘅。所以咧，如果有興趣嘅同學仔，的而且確可以去我哋官網度睇下嘅。咁要喺 Queensland 嗰邊讀幾耐啊？咁樣2年啫，係啦。2.5係啦，所以2個地方咧都可以體驗到唔同嘅，係啦，非常之好啊！爹哋媽咪唔需要擔心啊，2年嘅話咧，好快搞掂嘅話咧，就有2張證書，咁所以小朋友都可以考慮一下，真係 OK 好啊！冇錯，多謝你先 ，thank you very much。係啦，咁感受到啦，呢度咧亦都係啦，充滿住我哋管理嘅元素。跟住落嚟，我哋下一位啦。好啊，嚟，呢邊，哇，就係啱啱所講嘅管理與數據科啦，係咪一個新增嘅課程嚟嘅呢？呢個係。那我嘗試用普通話來講。好的，對，這是我們全新的課程，我們就是預計在今年的8月份就開始運作，所以已經開始在招生了，對，是的。所以這個 data science 的話，大概是學什麼類型的一些內容呢？那我就帶大家好，來這邊。其實呢，一開始的時候我就希望同學們呢，他可以就是立定一個志向啊，他將來想成為一個 data scientist。一個數據科學家，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他跟學電腦是不一樣的。OK，那其實他需要有3種不同的這個能力。這第一個就是統計學，對 statistics，對 statistics。然後呢，對 IT
也有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呢，他可以自己去选一个他的领域知识。我们试一下，噔。哎，那你可以把它拉过去，对，是的，来了。然后呢，其实我就希望跟就是同学可以就拍张照这样子，就是说他就可以就是他就可以这样拍照的一个地方。在这课程当中能够学习到的内容就有这么多。对，我们想他知道，他其实可以选择自己不同的兴趣，这个不同的范畴，就把他拉到这个里面去。但关于数据 statistics 的，还有IT 的话，就大家都必须要了解。都必须要了解。但是你在希望之后 focus 在哪里的话，都可以再选择这样子。完全正确，明白。先学了这两个，然后就后来就自己的一个选择，对吗？对。所以我看到的话也是还蛮丰富的。好，那我接下来再介绍一个啊。好啊，我们看一看，来看一下，还有另外一个，来。好，我在这里呢，看到了这个，就尝试解释一个叫数据的视觉化。数据的视觉化，大家觉得数据一般来说都是觉得很闷，我听到就很闷，对，很闷。但是都是数字，可以很好玩的。其实怎么做呢？我们其实这些小的圆圈都是代表他不同的旅客在不同的地方去拍照，然后拍照的多与少在这里去显示出来。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这个叫 Facebook 或者是在 IG 上面会知道。然后呢，他的这个情感的分析，他的情感就是说他对这个地方的评价怎么样，那可能是他通过文字还能看他的表情，也可以知道他的这个情感分析，所以知道他是负面的还是中性的还是比较好的这样子的。所以我可以了解到旅游大学的那个可以吗？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粗糙的数据把它变成这么有用的一个data visualization。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一个地方是我们的旅客是特别喜欢的。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是的，然后我就把它做成是每一个小时 update 一下，每个小时这样就 play，我们就看到这个动画。我看到好像这边有几个地点也是特别受旅客的一个欢迎的。还有它的圈越大，是不是代表他拍照的人数越多嘛？对吗？在这个地方拍照人数越多。但是我要强调一下，这里的只是个概念，它不是真实的数据。是的。但是我们可以呈现给大家看到，其实我们能够显示到这个程度给大家了解的。是的。好的，谢谢你 Simon 非常详细的对我来说就可以，我就不是看的是数据了，就是一个很特色。你看刚刚说数据很闷的人，现在特别有兴趣了哈，我都厉害了。对，这个视像化的話很好的一個介紹，感謝您，謝謝。但真係喎，你諗下，其實啱啱數據就肯定係一啲數字好多嘢啦，係咪？但佢點樣呈現出嚟，同埋點樣做到後面嘅工作嘅話，呢個咧大家知道咧，成個諗法就唔一樣啦，已經係。係啊，因為我本身以為係佢係一個真實嘅數據咧，嗰陣時我就會好有興趣，好想知道邊一個係最受旅客中意嘅一個地方嚇。係啊，咁但係佢啱啱用一個模擬嘅感覺俾我哋睇咧，都可以俾我哋呈現到一個感覺。國際商業與創新傳播啊，哇！好犀利啊！我覺得我哋行咗個幾鐘都係未行完呢一個嘅效果。係啊，點解都未行完嘅？好勁啊！真係話俾大家聽。你唔好講，我真係深度遊咗一下 UTM 啊嚇 ，Hi，Hello， 歡迎，哇，全部都係英文嘅東西啊，應該點樣稱呼你啊 ？Gabrielle 你好，咁不如介紹下我哋呢一個 department 同埋呢一度咧係有啲咩好玩嘅咧？我哋呢一度嚟到呢，我哋就啱啦。我哋呢度咧就我哋有兩邊嘅，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呢邊先啦。咁呢邊咧就係我哋 UTM 上兩年一個新嘅 program 啦，叫做國際商業及創新傳播。係啦，咁我哋呢個咧同其他課程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我哋呢個係商業同埋傳播夾埋一齊嘅。係啦，咁所以就係一個比較新鮮、比較一個創新嘅一個 program 嚟嘅。咁去到呢邊我哋見到咧，我哋有其實我哋呢邊所有今日嘅 design 都係我哋同學仔整嘅，我哋 IBIC 嘅同學仔整嘅。係我哋有問題啦，我哋去到呢邊有唔同嘅 poster 咧，全部都係同學仔整，咁但可以喺呢邊睇下啦。好啊。係啦，咁我哋呢邊就有我哋關於 IBIC 嘅 program 啊，然之後我哋有我哋 highlights，我哋今日
獎呢度可唔可以品喺度。吸引㗎？呢度可唔可以？梗係可以啦，我哋呢位可以吸引㗎。又介紹咗吸引點俾大家啦，我梗係啦，即係我哋吸係邊個 pick up 邊個位啦？我哋吸係。我哋呢度係307耀東樓嘅3樓。OK，好啦，唔該，我話俾大家聽就係呢度又係一個吸引位，大家嚟到嘅時候記得快啲吸引啲，希望換取好靚嘅趣事啊，好唔好？冇錯啦，我哋呢邊有好多唔同嘅禮物嚟嘅。係啦，咁我哋除咗呢邊之外咧，我哋 IBIC 咧係呢一邊都有嘅喎。我哋呢一邊又係關於心情同色彩嘅開關。心情同色彩係啦，冇錯啦。我哋見到呢邊，譬如我哋俾個，譬如我哋主持人玩一玩啦，我哋碌一個，我嚟啦 ，Yuki 嚟啦，轉。係究竟 Yuki 心裏嘅心情係點樣嘅咧？嚟啦渴望冷靜思考或者創作靈感，咁點算好咧？咁係啦，咁譬如你喺呢一個感受嘅時候，你覺得你會着啲乜嘢顏色嘅衫去襯翻？我會着綠色。我會着黃色。啊，你會？不如我哋一齊睇下呢兩個係有乜嘢？我哋一齊睇下。係啦，嗱，你綠色即係 Yuki 咧，就係覺得你想休息一下啦。休息一下。你咧？我想尋找新鮮刺激啊！係我要啊！2026年要刺激啲，我哋好唔好？係，不過唔好太刺激。係啦，呢個就係我哋 IBRC 嘅核心，就係俾同學仔去知道，商業同埋傳播究竟佢哋夾埋一齊，我點樣應用喺我哋生活上面。係咁，所以其實就係將好多一啲嘅理論同埋一啲實際狀況都結合埋一齊嘅話咧，都可以令到大家學到嘅東西，冇錯，真係用到出嚟。係啦，呢個就係我哋核心，我哋想帶俾同學仔做到嘅嘢就係呢一度啦。明白。咁其實你課程內容大概有幾多度㗎？係我哋課程咧，其實就係4學年嘅課程嚟嘅。咁我哋其實就係做一個循序漸進嘅課程，由理論啦去到實踐嘅。咁譬如我哋第一學年啦，我哋有一啲關於媒體創作啊、AI communication 嘅東西嚟嘅。咁我哋去到第2年就開始有一啲實踐，譬如文化啊、傳播啊，或者一啲高階啲嘅視覺媒體創作嘅。咁去到我哋第3年啦，亦都係我哋 UTM 一個大重點，就我哋實習為期6個月嘅實習。係啦，冇錯 internship。咁我咧就會去到一啲真係譬如出邊嘅酒店啊，或者海外嘅一啲公司或者國內啲公司去做實習嘅。咁我哋最尾1年啊，就真係去做一啲實踐，譬如創業啦，一啲關於 management 啊、道德啊，我哋都會 cover 到嘅呢個課程。收到。咁所以同埋咧，其實內容都好多關於一啲 social media。冇錯。好貼合而家年輕人嘅需要。係啦，冇錯。呢一度我哋IBIC 一個最核心嘅就係呢一度。收到。好，我哋先介紹到呢度啦。唔該你，唔該晒你，唔該晒。喂，我發覺咧，其實咧，我了解咗咁多個課程之後啦，最大嘅一個核心啦，喺女大啦，係我感受到實踐呢個重要性。同埋咧，其實我真係俾我感受到就係以前咧，可能我聽嘅時候咧，成日覺得女大就可能係hotel 旅遊啦，同埋呢一個嘅tourism 係啦，基本上喺呢兩方面。但其實喺呢兩個方面咧，再延伸過好多嘅喎。嗱，我身邊咧就有啱我哋已經見過嘅 Gabriella 啦，咁同埋咧中間呢一位咧就係 Judy 嘅。咁 Judy 咧佢就係旅遊企業管理課程咧大學4年班嘅學生嚟㗎。咁今日喺度同大家咧都分享下你嘅一啲嘅在學經驗，好唔好啊？嗱，大學4年班咧，我啱啱聽阿 Gabriella 講啦嚇，大3咧就係做一個 internship 嘅，係咪？咁代表你已經完成咗 internship，咁嚟到最後一年咁啊，已經咧即將步向畢業啦。其實個課程內容點樣樣，同埋讀完之後咧有啲咩感覺咧？其實我感覺我都好感謝我大3有機會去參加一個實習啦，就係 internship 嘅。因為咧，其實我覺得實習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將我大1、大2學習到嘅知識啦，去運用到我哋工作中嘅。我大3咧有做過人力資源方面嘅實習喺我哋澳門嘅永利嗰邊嘅，係嘅。咁咧喺呢一個好好嘅機會嘅酒店裏邊嘅實習咧，我都知道點樣讓我自己嘅課堂上面嘅知識啦，點樣去工作上面同澳門本地嘅一啲文化結合，然之後去推廣自己嘅，之後都有經驗方面嘅積累。咁去到大4最後一年啦，咁你而家忙緊啲咩嘢？同埋你要專注喺課程當中嘅邊個板塊同邊個部分咧？目前咧都有做緊論文啦，就係 thesis，然之後咧都有將來嘅一啲規劃方面嘅，即係非常之好就係咧，我哋成日都聽到同埋講到就係話咧，如果我哋希望寫論文嘅話，如果有一啲實際嘅工作嘅經驗嘅話咧，可能喺浪上邊啊，或者喺個思考嘅時候咧，應該係更加廣啲同埋清晰啲嘅。我相信咧，大3嘅呢個 internship 咧，對於你呢方面咧，肯定有好大嘅幫助喺度。咁 Gabriella，其實我哋課程有啲咩亮啲，同埋其實同學咧喺大
大一嘅時候入嚟到你大四見到佢有幾大嘅轉變喺呢一度啊？其實我覺得咧，我最大嘅轉變咧就係大一同學仔啱啱嚟到啦，所以都好新鮮啊，所以都好開心咁樣嘅。咁但係去到慢慢中間啊，譬如好似啱啱 Julie 經歷過 internship 啊，經歷過好多唔同嘅課程啊或者課外活動嘅時候咧，成個人哇即刻成熟晒，即係對呢個行業啊，對呢一個我哋所有嘅旅遊業啊、酒店業啊，所有都成個人啊，好似成熟咗好多啦，冇錯冇錯。咁同埋其實我哋呢個 program 咧，同我哋出邊好多關於 communications 嘅 program 咧，其實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喺呢度咧？係啦，咁我應該講得 communication 應該就係講緊我哋創意旅遊與智慧科技學院嘅國際商業與創新傳播呢個課程啦。咁我哋呢個課程其實最大嘅分別咧，同其他課程最特色咧，就係結合咗商業管理啦、傳播啦、語言同文化呢幾個領域嘅。咁我哋就唔單止淨係學理論，我哋會俾同學仔將所有創新嘅內容啊融合晒，係我哋應該會做到嘅。咁我舉幾個例子啦。咁譬如我哋同我哋今年咧就係開咗第2年嘅，咁我哋同學仔就已經做過好多唔同嘅實踐，譬如有我哋包括咗我哋嘅推廣嘅影片啦，我哋有所有開放日嘅 materials 啊，都我哋同學仔親手做啊，咁佢哋就真係可以將學過嘅嘢係應用喺真係現實環境，佢哋知道應該點樣做啦。所以其實對於同學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收穫喺呢一度嚇。咁同埋我都想問下同學啦，真係你本身你報呢個課程嘅時候，諗到呢個課程係點樣樣，同你而家真係讀咗幾年啦，係咪？咁實際狀況又點樣樣？可唔可以有個比較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為我自己本身咧都對旅遊有好大興趣啦，咁我都記得我大3嘅時候有一門課程，我覺得係好改變到我嘅，就係咧叫做特殊興趣旅遊嘅。咁喺呢一個課程裏邊咧，我都有揾到我自己嘅興趣喺嗰個自然旅遊方面。大家都知我哋今年咧澳門都有舉辦我哋全運會啦，咁我對呢個有感興趣咧，我都加入咗我哋嘅全運會嘅志願者隊伍啦，去真正嘅去做呢件事嘅。咁我哋學校咧都有貴州嘅松江支教團嘅，咁我當時咧因為有興趣做我哋嘅志願旅遊啦，咁都加入到我哋嘅學校嘅志願支教或者係義教團，去幫助我哋嘅貴州嘅小朋友啊，去了解我哋嘅旅遊，了解澳門就係了解英語學習嘅。咁所以見到咧，即係除咗話係學術上邊嘅提升之外嘅話，係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會都可以令到你將你自己興趣嘅東西同埋都係體驗嘅東西咧，都係做得越嚟越多㗎嚇。咁最後都想問一問，就啱啱都聽到咧，就係我哋今年咧，其實個 faculty 咧有新嘅一個學科叫做管理與數據科學，係咪啊？管理與數據科學啱啱聽咗少少 Simon 嘅介紹啦，可唔可以都再同大家再講少少？可能大家對於呢個課程咧應該都幾有興趣㗎。冇錯，我哋呢個課程係我哋我哋學院新開嘅新課程嚟嘅。咁佢係將數據同埋一啲編程嘅嘢夾埋一齊。咁佢咧其實唔單止淨係講呢兩樣嘢，佢更加係強調點樣將一啲數據應用喺一個真實嘅商業決策入邊嘅。係啦，咁所以咧，因為我哋呢個 program 咧其實係着重於培養可以同時掌握數據思維啊，同埋領導力嘅人才。咁所以咧所以我哋先會有呢個 program 係可以俾同學去具備呢個雙重嘅能力，去應付我哋呢一個而家呢個社會話數據非常之重要嘅呢個社會，冇錯冇錯。同埋我覺得數據能夠做到嘅事情咧，可能係超過大家能夠想像嘅。咁呢個課程當中話俾大家睇點樣成為一個數據嘅高手，同埋運用到呢啲數據咧，令到整個社會或者係你去工作嘅崗位上面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冇錯冇錯冇錯。咁如果未來真係我哋更加多嘅睇緊直播同學仔想了解多啲關於 faculty、關於學院相關課程資訊，可以點樣做咧？咁梗係可以去我哋 UTM 嘅網站啦，我哋澳門旅遊大學咧網站咧上面有晒非常之詳盡關於每一個課程嘅應該要知道嘅資訊啊，入學要有嘅一啲文件啊，所有都會喺晒旅遊學院嘅網站噶啦。咁譬如關於我哋創意旅遊與智慧科技學院咧，就更加可以去到我哋 faculty 嘅網站，點開我哋唔同嘅課程，就可以更加清楚了解到你各個課程嘅特色啊，同埋所有嘅東西㗎。同學，你啲咩想補充啊？你冇啦，大家嚟報名啦。OK， 好啦，多謝晒。咁樣我哋就係有關於創意旅遊與智慧科技學院咧，我哋就先溝通到呢一度先啦。記得想要多啲資料嘅話，上網站相信會有更加詳盡嘅內容，大家
係可以睇到同埋學習到嘅。再一次多謝兩位 ，Thank you Judy 同埋 Gabriella。唔該晒。咁啊，我哋見到咧就係由創新款待管理學院，如果大家有聽過簡稱就係 FIHM 啦，旅遊會展同埋節目管理課程嘅 GM， 我哋有 Dino 喺呢一度啦，咁同埋就係有咧同學仔 Lucas 喺度嘅，歡迎兩位。我交翻支咪俾你先 ，Lucas 係啦。好啊，咁葉係咪你訪問我哋係咪啊？係啊 ，OK 啊。咁我哋先介紹下我哋嘅學院有咩課程。好，請。呢度介紹。好，我呢兩位啦。OK 好。大家好啊。咁我就來自 FIHM 啦。咁呢個 FIHM 咧，主要係有3個課程嘅。咁分別有廚藝管理啦，有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啦，同埋有我哋嘅酒店管理嘅。咁 Lucas 咧就係來自我哋嘅酒店管理嘅學生啦。係。咁我就係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課程主任。我想問嗰節目管理嗰節目係咩意思？event 啊。係啦，因為英文咧或者葡文咧，event 就係涵蓋咗好多唔同嘅會展啊、項目啊、演唱會啊咁樣。咁但係英文咧，我哋就會用 event， 咁中文咧就會長啲咁樣去講晒會展及節目管理。明白啦，咁所以其實嗰個範疇都好廣啦嚇，咁同埋其實而家你見到澳門其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節目都係會產生緊嘅，咁所以相信呢個課程裏邊嘅同學學到嘅東西咧，對於佢之後畢業咧服務澳門或者做緊工作嘅話咧，肯定有個好大嘅優勢喺度。喺呢啲 practicum 嘅課程咧，我就可以了解到好深入嘅了解到做一個酒店人啦，要學習到咩知識啊。但 Lucas 呢個係你嚟㗎，呢個係唔係其他同學嚟嘅係咪啊？我媽就話咁勁，可以將成個朱古力都可以做咗出嚟。不過相信你未來如果學習緊，肯定可以做到嘅。係，請繼續，係。OK，好。咁我繼續嚟大三咧，都會internship 啦，有一個實習嘅一個機會啦。冇錯。我都好感謝我哋學校可以俾到我哋學生喺大三有成一個學期嘅咁長嘅一個時間嚟做一個實習啦。可唔可以同我哋都簡單分享下，其實如果真係想做 intern 嘅話，大概係點樣開始去報名，同埋最後去邊一個崗位度做 intern 嘅話，大概過程係點樣樣嘅咧？我覺得呢度咁學生咧，基本上就可以去任何嘅一個機構啦，去做一個實習嘅。咁我哋學校咧都會有一個之前以往學生去過一啲實習嘅唔同嘅單位，咁學生可以參考啦。咁如果譬如學生舉例，佢想去某一個公司嗰度去做嘅，咁佢都係普通一個員工咁樣 send 個履歷啊，跟住之後就希望咁我履歷要寫得好多亮點啦，咁跟住希望有一個 interview 嘅機會。咁去到做 interview 啦，咁錄取啦，咁樣，咁我哋就會做一啲相關嘅手續，咁學生就可以去做一個實習。咁當然咧，每一個實習課程同埋個單位咧，都要合乎我哋嘅要求。當然，咁都係可能都係喺我哋 list 上面去選擇，但係相信咧個 list 係越嚟越多，大家選擇可能越嚟越豐富嘅。我又問一問 Lucas 你啦，其實你知道啦，我啱啱講咗好多係 focus 喺我哋澳門呢一度嘅，你覺得個課程當中帶俾你有冇嗰啲可以拓闊我哋國際視野，可以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感受更加多嘅一啲機會咧？有嘅，呢種機會係非常之多嘅。而我哋學校今年咧都係上一年都係同瑞士嘅一間非常之唔錯嘅學校啦，然之後有可以去嗰度交換啦，即係大四嘅時候有嗰個機會啦。呢個我覺得非常之好嘅係。而同好似澳洲嘅一啲學校啦，唔同嘅非常之好嘅嗰啲學校都有好多嘅機會啦。我都要了解到有啲學長學姐都係佢哋都去到呢啲地方進行呢個學習啊。明或者呢度我係補充少少嘅。咁我哋有即係我哋成日都講笑啦，就好似數字遊戲咁樣嘅。我哋有3+1課程、4+1課程同2+2課程。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咧喺澳門讀書2年啦，或者3年啦，之後就去到海外啦。咁去讀最後嗰年嘅，或者最後嗰2年。即係3+就可能3年本地，1年就海外。係啦。2+2就2年呢一度，2年另外一個地方啦。完全正確。明白。咁我哋個學院咧就同瑞士嘅教學集團啦，同埋其他嘅學校咧，都係個 QS 排名前嘅比較前，係有做合作嘅。咁學生啦係可以透過呢啲活動啦，去擴闊佢哋嘅國際視野啦。咁除咗讀書嗰方面咧，其實啱先上個月咧，頭先你見到嗰張相，之後嗰張，咁我哋就有學生去咗葡國 Bordeaux。就參加個會展嘅國際城市，一個 congress 咁樣。咁每年咧，佢哋個 congress 都會係唔同地方嘅。咁下一年咧就會去到巴拿馬添。
哇！我哋每一年都會 send 2個學生過去。係，咁我覺得非常之好嘅一件事，真係可以環遊世界。咁雖然話係有時可能係短線，但我相信喺呢度見到嘅東西都係非常之多㗎。超級多，因為咧我都好想去睇下。咁你有冇去過啊？咁樣你 Lucas？暫時冇。你快啲爭取下。係啦，因為佢仲係師弟仔，佢仲係 year 2 year 2，慢慢一步一步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如果真係想再了解更多關於 faculty 或者課程嘅內容嘅話，可以點樣做咧？可以係。當然去我哋個網址。係啦，冇錯。我哋個網址一定係最全面㗎啦，同埋我哋個網址都定期更新。有唔同嘅活動啦，有學生嘅活動啦，或者老師嘅我哋嘅研究嘅發表啊，或者一啲課程唔同嘅點滴啊，我哋都會擺上網嘅。同埋啱啱咧，阿 Dino 所講點解話要同啲QS 排名較高嘅學院合作咧？因為本身旅遊大學 QS 排名就已經好高，係啦，本澳第1名。亞洲排第3，全球排第13名，非常之厲害嘅一件事。只要選擇咗喺 UTM 嘅話，相信你哋未來嘅發展同埋出路都係比較多，同埋越嚟越廣嘅。OK。好，首先呢，介紹你們自己，還有來自哪一個學院的？好，各位大家好，我是來自澳門旅遊大學創意旅遊與智慧科技學院的羅奕欣。OK， 羅先生、羅教授、羅副教授對嗎？還有另外我們的對。大家好，我是澳門旅遊大學現在的博士在讀生，讀的專業是酒店及旅遊管理專業。好，想問一下兩位了，就是我們的澳旅大的碩士以及博士的學位，它的課程的介紹可以來介紹給我們的現場的朋友們嗎？好的，那我先來說兩句吧。好，我們這個澳門旅遊大學呢，其實提供了很完整的這個碩士和博士的學位的課程。那麼在這個碩士方面呢，我們提供了其實有英文有中文，都有兩種課程都有。那基本的這個時間呢是2年制的一個課程，然後呢這個大致的這個碩士部分呢，我們分成三個類型的，包括理學的碩士。哲學碩士還有工商管理碩士，那麼當然我也要提一句，工商管理碩士還在申請當中，一個全新的工商管理的碩士課程。然後其他兩種呢，就是理學碩士和哲學碩士呢，我們相對來說已經比較成熟了。那麼呢，就是這個尤其是理學碩士我們是提供一個比較彈性的這個學制和這個語言方面有中文有英文的選擇。那這個包括的內容呢，也包括有酒店管理旅遊管理然後會展然後文化遺產管理差不多各個方面就很全面的一個課程，所以是我覺得是非常好的對各位同學或者家長來說，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選擇。對嗎？這個也是非常的重要。剛剛有說過語言上面有中文，中文是廣東話還是普通話以及英文，大家呢就可以選擇。對。好。然後那個哲學碩士方面，我再多說兩句因為這個基本上是英文的課程，英文的課程，對，因為碩士的哲學碩士的要求稍微高一點，是需要寫一個這個理論型的論文。那這個理學碩士呢，就基本上是用一個項目報告或者說一個實習報告來完成，不能說取代，對，完成，對，好，對。所以呢，就是我覺得整一個就是我覺得銜接也非常的好。這個如何去報讀這個課程，可以告訴我們嗎？就是因為我們這一位你是就是博一的博士1年級的學生，對啦 AB 對，想問一下你呢，現在是從事有沒有在工作的一個階段呢？我目前沒有工作，就是純讀書，然後是有進行兼職這樣的一個學習和生活的一個安排。那我想問一下，如果在內地的話呢，讀這個的碩士的課程的話呢，會得到認證嗎？這個是一個好的問題，而且非常實際的問題，因為我相信就是尤其內地來的學生和家長一定很關心這個問題。但是我想說，因為這個我們大學是澳門政府的公立大學，所以呢，早在這個2010年的時候呢，其實這個中國的國家教育部已經已經說這個公告了，說這個澳門的這個大學的畢業生是其實可以通過這個中留服中國留學生服務中心的認證，然後呢，取得這個和國內的大學完全對等的一個雙證，就是畢業證和學位證，所以這個完全不是問題就是我是想說認可度非常高，然後我們往年的畢業生其實
过去这十几年来。差不多20年了，毕业生其实广泛进入到这个内地的这个大学啊、科研院校啊，然后和这个单位都没有问题啊，一直认可度很高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对对，就是认可在内地的一个认可。对对对。也想了解一下呢 ，AB 呢，刚刚有说过你是就是博一嘛，现在有没有适应这个课程？还有就是整一个的生活，你觉得是怎样的？首先的话，第一年我们是以4门课程为主，然后现在就是4门课程刚结束，整体的话也是感觉给自己的学术训练有得到一个提升，整体的课程设计和安排也都非常的有意思，不仅就是老师很专业，还会给我们请到就是国内外的很多业内就是专业领域方向很不错的学者给我们做分享，让我们就是有机会可以和他们交流，然后碰撞出更多的一些研究的想法和灵感。然后在这边的话，整体的生活也是比较适应的，因为像学校有提供我们住宿，整体的住宿条件也是很不错的。然后我们日常就是也可以点外卖，然后学校食堂也口味不错。然后如果想尝试其他的美食，也有其他的一些餐饮的选择，自己都可以去探索。美食食物很重要。对，刚刚有说到重点，就是我们的餐饮也是不错的，对吧？对那也想问一下副教授呢，刚刚有说过我们的双学士的一个学位嘛，对，双学位对吗？双学位是课程硕士的一个我想问一下有什么的一些大学能够选择呢？我们其实在这个总体来说，我们学校和全世界大概199间这个大学和研究所有联系的，那么其中呢，我们开设了这个双硕士课程的学校呢，目前为止呢是比较著名的是这个英国的萨里大学，还有澳大利亚的那个昆士兰大学。那这些在这个无论是大学整体还是我们这个专业来说呢，其实都是世界领先的学校。对，那么我们开设的硕士1+1课程，基本上是第一年在澳门完成，然后第二年呢去到那个目标的院校去完成，然后之后呢通过所有的考试啊，或者通过所有的论文之后呢，我们就会这个学生就会拿到2个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对，双硕士学位这个非常所以性价比听起来很高，对，同一个学费对吗？对，那然后就是对，而且我想问一下呢，那毕业后我们的学生有没有一些计划能够由我们的学校提供的？我们学校其实有就是一直保持说每年都去收集一些学生毕业生的资料。那根据最新的一个资料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的硕士就研究生学位的毕业生的话呢，基本上他们在本地工作的那个月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17000澳门币，然后大概其中60%多呢是选择就业，然后30%呢再继续深造。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近期的一个数字啊。明白，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棒，就是了解就知道后来我们读完以后我们的去路，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再一次感谢我们副教授以及我们 AB， 谢谢你们为我们带来就是非常有性價比的一個碩士雙學位的一個介紹，謝謝你們，謝謝你們，好，咁喺個時候咧，多謝我哋兩位啦，哇！啱啱咧，亦都啦介紹咗我哋唔同嘅課程啦，包括啦啱啱我哋講嘅我哋副教授講得好啱，佢係一個好有性價比嘅雙碩士課程。咁點算好啊？而家我好多科都想讀啊！而家我都係啊。係啊，咁所以咧真係嘅，等陣間咧所有關於課程嘅資訊內容嘅一啲嘅 leaflet 啊、小冊子咧，我全部帶翻屋企咧去溫習下睇一睇先，同埋記得我哋今日嘅開放日咧係去到晏晝6點鐘，好唔好啊？所以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嘅話，大把時間啊！澳門都唔係好大嘅地方，係咪啊？快嚟到我哋呢邊了解多啲，親身咁樣感受一下，相信你哋會有更加大嘅得着。再一次多謝旅遊大學咧嘅邀請，我哋希望咧未來咧更加多嘅地方咧都可以同大家見面。係最後咧，我哋都要講翻聲啦，2026我哋就係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拜拜。